哎对，我咧讲，哎大家好，你要紧着我买咧。哎不要紧，我遮逃走安尼，然后我两边想讲，佮要转场不要紧，，YouTube 较麻烦。我很有影，哎呀，啊试几啊改。对啊，加一个迄个加一个气流要试，哎呀，体育气流按钮，哎向无啦各位啊 ，Campbell，我有一个足重要的问题，我要甲你请教，你暗顿食袂？哇，诶，敢是我网络哦，食，你食去啊？哦，你甲阮无共。等下个还未食了。我已经袂记我食啥，安尼就当做袂食。还使搁食一摆呢？诶，这是谈到呢？我饮料摕来啦，耶！等下我袂转场。你要转场？你先。飞机夜视武器开好啊！啊，要袂哦？哈哈。开啊！是咧，等咧开。我买小钻戒。安尼我爱甲大家说明今日状况是。嘿，稍等下，我要开麦克。哎，请我要来，好，这就是今日就是一个，阮两个就是小可袂赴的状况。哎，对哦，server 开好啊，嘿，所以即马大家是毋是叫是阮直接要来算啊？无，我即马要先食饭，互大家听。我要先食，我要去吃掉。哎，那来一开啊！哦，这我走去啊！伊就头拄飞出去。啥物件飞出去？我听着。我看到公干。哦，好，我要睡眠，我有听见。啊，就是讲，咱那边暗顿那边食了，所以讲即马先开讲啊，个哪食哪开讲啊，等这边开始。啊，所以讲无要一边开一边讲一边食呢吗？就是一边开一边食，无手。哦，那是大家。大家晚大好，大家晚，哈哈，做介绍诶。哈哈，袂赴啊！主角家己了，不要紧，我嘛是，真惊讲袂赴。啊 ，Campbell 那边开，毋免等阮两个无效，不是无效，是安尼讲。干咱我无效。我无效，不要紧，我无安尼讲，我无安尼讲。我无效，我较无效啊。无啦，我才无效啦。我无空恁抢。好。无互我输讲啦。啊，那无互你输讲，咩安尼？有互我输讲，我想讲无输讲，我就要。哦。迄歌先好开，直接用啉诶。我内面有分年。啊，有分年啊？拿来，摕来拿。摕汤匙来拿来哇！哎，对。汤匙来哦。要紧人摕猪来硬啊，训练你迄个。用硬哇，这硬哦，真硬到。哎，B 減按，係啦，zero 按。伊度按，啊只按，如你可按，大按，要個嚟食飯，所以講，要不開始。我們來阿江按。大家我們聽到我講咩聲？我做阿爸按咯，你可按。大按。哎，我樣。君莫筷子大挑戰。我今日叫副分打。好。伊度講好好手冊地買着啊，恭喜！飲料兩個買有啊，恭喜啊！恭喜！我賣一味嘅，那呢？等下。啊，你賣啊？也是我上久無練哦。我伫內面啊。你起碼預設應該唔是也是武器嘅版本，你愛個摕上嘅。我看者。啊！我直接是上新嘅。啊，夭壽！你愛摕上，你愛摕上。安尼我嘛愛摕上去。係啊。
嗨，哦，因为迄个甲电脑关机，哦，因为使用着，诶，啊，要安怎摕啊？你不要进来。哈哈，连摕都袂响。啊啊！即摆伊电动已经也是我更新者。变做.4啊，即摆 server 是.3，所以讲我老多则无法度入去。靠腰，安尼我嘛是点那死。呢进来，哎呀，无要紧，直接倒一个新的就好啊。.3吼，直接创.3就会使啊。我看卖。哇，竟然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哪会无想到？哦，会响啊？诶，我要安那，我要安那安怎久诶？要安怎讲诶？来，我小教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啊好，今日真正嗨呢。哦，救赶快去人！安装。什么？然后讲迄红灯裤是啥？红灯裤，什么红我拄听无啥清楚。等我一下，我开阿慧看。最近老人开始听不别人讲话啊。真正在操你啦！啊，阮老人无啥会晓用电脑嘛，正常诶。来，救命恩人。来阿慧有看着无？有哦，来，遮嘿，试落，啊新诶，我改试落，哦，啊调整版本，哦，甲遮哦，救命恩人，种就好。感恩那我感恩。从那个嘛，啊，你来看，好来，怎样？有一摆无？啊哈，是倒位？遮这试落，安装什么？哦，按总统啊，个新诶试落，啊这版本该小调整一下，啊调个.3试落，安装安尼就好啊。我知道啊。哦，对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好诶，到好就是遮，啊就直接开始就会使，好加知影过会记。是，太啥物拢会响。无啦，不，爱用可以用就对。老幼儿做到咧教授，老幼儿。老人伊会做搞咧搞笑，无遐，敢有遐，敢有遐听到？老王会啥呢？用安，hello，咱今日还未开始行为，咱要过去食饭，所以讲还袂好。你干嘛呀？食饭，食饭。食饭，歹势，有听歹势。有听赞啊，咱爱较多元较好耍。系啊，我头一摆听着。啊，这阿曼啊，食糜嘛有听，咱遐嘛有听讲是食糜，嘿，啊嘛有听讲食糜。哦，听过食糜，阮家听过一个就是食糜。食糜哦，糜真是无听过。糜有吧？然后这边靠啊，是讲靠啊海口。糜应该是除了糜较惊听起来。糜冇听过。家拢是讲粿。哦，你听是讲粿哦。哦。边个人拢讲食粿，啊，我讲，拄听着人这是啥物意思？然后才知讲迄是食鸡意思。阮当时选少遮济啊。本地就不哩遐济呢。哦，低调炫富，水。哇，这啥物？这一粒圆，不知啊水。食糜啊，毋是糜啊，食糜啊。糜。重口味，赞。糜，咸鱼味的糜。哦，重口味。哦，这太过诶。哦，咸臭，时好的味。咸酸甜啊。救人哦！
咪就小，咪就真蜡笔小新阿爸，无呀。我想看卖哦。咱今日除了食饭以外，敢有啥物目标？无呢？无，顶解敢有讲要啥物？要去啥物？嘛无讲要去啥吼。哎呀，袂啊。我咧想，毋知影去一个铁机啊路还是啥物诶，毋知影敢有好势。嘛是会使啊，嘛是会使呢。我嘛毋知。是方派是我小读者哦。嘿，龟吧。哦，火鸡吧。火鸡吧饭啊，我读有啊，歹势我读到是饭啊。饭，啊我未食过呢，我只食过鸡肉饭尔。啊袂，火鸡仔肉我未食过。哦，踮伫北部，所以讲，嘿啊，踮伫北部。你会使食看卖民主的滋味，我感觉民主袂歹食。我介意民主。民主火鸡肉饭去啊？民主火鸡肉饭好食，但是要排队。我来小最记好食，啊未食过。伊咧民主路遐，而且你若是一个店内面食嘛，是要排队。家己哦啊。民主是足珍贵的。真珍贵。哪个一摆袂歹？你莫食喷水哦，喷水啥子？啊，我有听过。我有听过。在地拢讲唔好去食喷水的，喷水拢骗人的。你的评价是2.6呢。哦，这个啊！我迄阵经过的时阵就去看。哇，这鸡肉饭，这鸡。哇，无好笑。啊对，无安尼趣味啦，趣味有意思呢。趣味就是迄个有人饲鸟鼠啊，迄种朋友，恁兜的鸟鼠啊，若是无洗身躯的，足有趣味的。谢谢。等下我要饲迄个，我上来。我上来。耶，水啦！哦，你哪会拢知影我的心意，救人。我听着讲你开始讲的时阵，我就已经吹啊。咱头拄放送开始进前，我才咧甲伊利讲，就是虽然我有甲观众朋友讲我会愈来愈少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有淡薄仔想过，想过少啊。今仔日自头开始就已经开始咧嗨啊！为放送还未开始，我就开始怪怪。别紧啊，头应该无气嫌啦。大家应该拢惯势啊，惯势啊，呵，请继续惯势。找到趣味就好笑诶，趣味好笑，我捡来啊，你人讲诶。鸡肉饭袂使离开家己。哦。啊，火鸡肉饭还是鸡肉饭？火鸡肉饭吧，火鸡肉饭袂当离开。伊就讲寒死。寒。咱呢，加穿一领衫人。我哦好。你别讲啊。无啊，就是我要讲迄个啥物动物上惊寒啊？系啊，寒。大家咧看寒。多谢大家。25档进前听。25档进前啊！哇！叫咩25档啊？救人。你就早以前就听过啊。哇！咩啊？穿尾啊袂使烫，上好。上尾烫尾啊，烫尾要创啥？滚糜啦！哦，糜哦。哈？无啦。哈？毋是有迄个啥物？迄个啥红酒，敢毋是嘛？是爱用骹。啊，红酒嘿，波头有卡达，嘿对。对。甲迄个咸菜共款，就是。对，咸菜嘛是吼。对啊，咸菜。红酒嘛用搭吗？咸菜嘿，有啊。较早波多酒、红酒就是人先打迄个波多，啊，互伊出汁出水，啊过来。有香港卡咧。哎呦，阿酸！古早人应该袂。哎呦，这垃圾食垃圾大啦！你要加一味啦，加一味哦。我今日都菜。讲这，哈哈，剩你要咧食。真笑。
你已经食了？我食饭是足紧的，我是。我想讲，我嘛食最紧啊，结果你听我讲紧。有僵尸甲迄拍死啊！啥？咱迄个马啊，迄个做啥物马？就是喷喙烂迄个马，有僵尸甲拍死。妖险！靠腰。你讲安尼草泥马？对啊。而且伊坐入去船内底，到底想要创啥？嘛要坐船。是啊，伊是啊。啊，毋过咱那边烟红袂转啊。烟红骑车无外头，拢无。你迄趣味搁较冷。你，互你知影啥物互做冷，你才袂冷啊。咱呢应该爱唱歌搁跳舞，因为足冷。就冷啊！歹势，袂歹啊！歹势，开一下，迄个麦克向就变做迄个冷笑开比赛，安尼敢对？我感觉袂歹。我这几天有看见伊利嘛去参加比赛，所以你嘛去唱歌跳舞啊？我知啊。无啦，毋是啊。我看迄个Pokemon 的，Pokemon 的迄卡片比赛，迄去摆下店拍人扮趣味的。哦，我想要参加。对无？你嘛想要参加？我迄天拄好比赛。那会拢遐拄好。我发者，家骹拢嘛咧打赛，嘛是安尼啦。对啦，家骹好食。有说过呢？有说过啊。有说啦，有说哇。叫啦。是安那，是安那。家己讲了，家己讲无好笑。小等我者，我搁剩几喙还未食了。你豆豆食袂较紧，我这是歹习惯，我就是进前因为做工，进前我迄个做线工的时阵，我去咖啡厅，迄阵就是食饭时间就30分钟，迄个30分钟这种代志，就是你若是5分钟食了，你就25分钟通休，所以就变成这歹习惯。没有，对啊，我嘛淡薄有呢，有吼。大家拢可怜，因为含别人食饭我是食几喙了，就去接电话。这搁较忝，这歹命。我无法做啊，因为我食无几喙就去敲电话，就接电话安尼。哇！然后我一顿饭当食40分钟。安尼嘛算健康啦，较袂安尼敢有？应该无，我别讲诶。我是无晓啊。一张听你食40分钟，讲你接电话，搁无人客物件。你食到一半，剩诶迄半就冷去啊！对啊，哇！小看嘛，迄摆迄我大学写伤紧，小解者是啥物？破去崩大学。OK。破去崩有说过就使吼。你讲迄大赛有说过。哎呀，那而且有做过啊。安尼无，这一定无好笑，我是莫讲。那你讲啊，我真好奇。鸡脚食起来敢会有迄个踩屎感？这无多，这无多。对，多谢。我专门咧讲笑亏嘛，无就叫。歹势，对，这你专业的呢，我伫遐。迄做啥？班门弄。对，班门弄。台湾话哪像嘛有一个，毋过我想袂起来。班门弄斧，台湾话哪像嘛有一种类似意思的，毋过想想无。我推荐。系啊。随开放观众朋友补充，互大家有迄个互动的机会。带来一寡参与感。对，参与感。互大家甲我教示，无甲我教啦。甲你教示是请一顿粗饱呢？嘿。
请我来泡茶，请我来拍球。啊，会来拍球，你做球。哎哟，莫看我是迄个想啊妖怪，你都。我看到啊，叫做什么古济水鸡，伊也拢自大。哦，捌听过。阮老爷面前，无就是也无三百应菜，就要就西天。这有听过，对，我听过。这水。食无三百应菜，就要想这，就要上西天啊！哎，对，这句我有听过。水。啊，有无迄个卡生麦？麦食迄个下游。哎，对。哦。毋对啊，伊意思哪像较无共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淡薄仔无啥共。嘿，这无共物件吧？凡是有一寡状况会使用，啊，毋过感觉无啥共。系啊，我分享恁看。我破头弄门，毋是安尼，毋是弄门，毋是弄门。我破头弄门，加先加达，感觉嘛无啥。加先无是，毋是哦。毋是。哦，即句我毋捌听咧，安尼是啥物意思？你这几单有啊？就是讲人。我无听过。有人听无？人无听过啊。我看是加先加好水啊，什物？加先。哎，对，加好水就是加先加达，就是加好水的意思。哎，FB 的 open。哈？等下，姑妈，你头拄仔敢若网络无啥稳定。嘿，较怪技术过来，台语警察啦。哈？网络，毋是网络。哦，台语警察。哈？我计是你是遮上届无成网，迄个台语警察的人，结果是你。你知我因为我想讲你上届有礼貌。我大概演讲比赛，互人电，拢有人扣分。好。我讲要6档啊，我讲到第6档，才有人甲我讲，我讲毋对。哦，你互扣分扣6档，你拢毋知是安怎？哎呀。网络。应该讲网络。好。关键是你调工诶。网络。哇，安尼我着迄个啥？自细汉讲了讲毋对去。应该足侪人拢惯是讲网络。嘿啊，老人嘛讲网络啊。对，我是听阮厝诶时代就讲网络，时代拢讲网络。系啊。讲网络较侪啊。系啊。较少啊。哈？拍卡我袂记因迄阵解释是讲安怎，因讲。应该是讲，因为网络是网啊咧飞路啥，我干你讲啊笑。应该是就是网即字，就是网即字，照你来讲，照迄变调规则，应该爱变网络安尼。啊，毋过大家咧讲台湾话的时阵，若无学过，就袂去想啥物变调规则啊，啊，就会照家己的感觉去讲啊。所以就无共。对啊，这就是毋知。我见我嘛毋知，我食个困难袂食了，怎有食？哦，我一直甲你吵，害你无倒食。无，倒困诶。出了。重点是，系啊，有啊，敢无？对，我一直甲你吵，害你无法倒食。啊有咧，头家袂注意着。我著专门咧注意即种无效诶物件。不要紧啦，我嘛会注意食，你这较趣味啊！无怪你会注意着我，无。哦，我记到底。你讲诶，我是毋知。救人啊！我毋知。我本来写起啊。你写起，你写啥？写文章哦。写同人文哦，敢有可能？哇！遮凶。遐刺激着。遐刺激。无啊。无招呢。无，刚无。敢无？你无迄 CP 感觉？哦，加载。无哦，无要安怎才有？我这。我无要继续问。咁么真危险？有一寡代志，要是永远莫知影较好。你是笑啥？足恐怖诶！
虽然讲我嘛是会看，毋过我哦，你讲看啥物诶？来分享者。我有看剧诶啊。哦。你是看官方之前有分享讲我去台北看迄种 BL 网咖店诶款。哦。嗰有我遐是伫倒位？我有分享。哦，我有印象。我袂记啊。我家己较无咧看。我毋知呢。就是我是有看，都无讲介济。我以前捌看过一点仔啦，毋过就是我BL 互我得到的快乐，无讲对我来讲无讲互我足侪快乐。哦，对，安讲，这就是迄个爱食无爱食的物件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较无咧看。不要紧，每一个人介意拢无共款。对啊。看，是用个想要讲话，我看者。讲啊。拍情才有啊？拍？我应该无读了毋对吼。爱拍情才有。我决定来开，我嘛来偷看你的开讲式。OK。爱拍情才有 CP 的感觉是无？干嘛咧讲诶？无啊，我无讲啥。哦。我嘛无讲啊，这嘛无我讲诶。跟我无关系啊。应该跟我无关系吼。我是毋知啦。怀疑啥？免怀疑。免怀疑。无，免怀疑。咱清清白白，无做啥物代志。确定无？啊，正哦。拍镜应该无较好呢。再接再。啊，无讲介好呢。确定啦。我看伊足确定诶。台湾的。哈？台湾的 BL 网咖。你要推荐？会书。啥？我今年这位，我找互恁看。我感觉伊画最好看。哦。比伊较有种，还有迄种。哦。但是伊师傅是救死啊，就是有一摆伊话伊的师傅就安尼死去啊，伊家己用救死的方法甲伊复活，然后。哈？你笑甲足欢喜诶。伤欢喜啊！我找恁看，我感觉伊的图足水啊。真是幸福的笑声。所以互阮批判者。我要拍下球啊！啥？哎呦，敢有听到？有啊。我听到。有啊。我看者，比人有种，就毋是会太毋是就毋是会文化呢。我看你开讲是哪里？偷看者。是毋对台湾话好，我偷有啊。我看伫 DC 的开讲是内面。无问题。有芳。佮有穿妹đồ衫，有芳。哇！你观众看无？这苗敢若有看过。这苗我有看过，毋过内底其他内容我就。这本第二本啊看，你之前嘛有出一本漫画。这苗我有印象。我有买伊的漫画，了后我袂上过。我有买伊的漫画，我袂上过。你毋敢听？小嘛有咧画，最近数较久。哎呦，袂歹呢。
画 BL 呢？我有一个问题，最想要跟恁讨论。嘿，你问。嘿，请。恁敢有看过恁即卖的数学课本，跟恁迄阵的数学课本的差别？数学课本。数学课本。数学。数学。数学课本。我唔知，我唔知。我无咧读数学，开始。哎，我无咧读，无啦。即摆你教啥？你是要来迄个？因咧讲，我拄仔伫 YouTube 咧看影片的时阵，伊较有一个留言，就是讲，较早数学是敢若做简化的数字伫遐尔，啊，即摆是各有一堆应用题，啊，要互你算迄摆，就较复杂化啦。嗯，系啊，啊，是安那边呢？我是感觉伊安尼教，真啊较有可能知影原理，啊，毋过嘛是爱看老师安怎教，啊，老师逐款甲你讲特讲，因为较早的题目就是你公式图诶，答毋得出来啊。对。啊，毋过即摆即款诶，就是为着要互你爱知影原理，是敢若哎，较理解者。啊。安尼会使。但是家长就会感觉较麻烦。学生嘛麻烦。其实遐个公式你若了解伊诶原理了，你咧算会加较紧，因为你知影，你若对算对是对一个部分出问题啊。嘿。我各种诶数学嘛拢无读啊，我就是因为即马伊诶考试考试迄本后壁伊会写全部诶公式啊。忘标语。哦，对，有，这个我有印象。对，我有印象，迄。我尾啊，拢是各种三档拢无读啊，我就去睇啊尔。我甲看。而且伊写出来嘛，用袂着啊。你知影安怎写就好啊，不一定爱背咧。我数学，我从来无好过。我连安怎写都袂晓。啊，你练啥？我操戏，你讲你练啥物拢袂晓。我讲，他落地讲，伊讲毋免背，只要写就好。我连晓写袂。毋过你爱知影伊诶，想要知影要安怎用。我连用拢袂晓用。我读者。迄甲我无关系。无，我用袂着。今日无想要背。好啊，那样。我食了啊！恭喜！我先教我摕做卡小蛋。你豆来要紧，阮迄个随转。你知影啥物好在迄个？迄个啥？汤好我课的兄弟，就是伫迄个主播无伫的时阵，甲伊开讲式开讲。来。你去遮问讲 DC 开讲式倒一个人诶？阮树底下诶，我有一个。阮树底下。就是迄个，就是阮。你若有调看我诶 IG， 应该就知我有时阵分享迄个老师诶作品，就是伫我诶。嘛会当伫迄个你家己诶 Discord 打者，人若真正都想要看的，嘿。但是我有。你确定呢？我无确定，因为我毋是我的 Discord，所以。请。安怎？啥？哦，你迄袂使坑你。小蛋探寻的时阵。伤刺激啊！什么小蛋探寻的时阵摕保照，村民买。我看我逐个 Discord。为什么买车？会使看。会使看，不要紧。我放伫咧我逐个 Discord 里面。好啊！我想要，伊都想讲好教我，啊，个迄一个 DC 拢无看着，无要紧，可能有咱三个拢伫个所在。对，因为我想讲有咱有一个联动较方便的所在啊。
哎呀，拍谁？我呢？按过来啊！按。哎呦，安哦，安，哒。哎，哈？你有家己 DC 哦？我有啊。哦，心肝。哦，我家己哦。不要紧啊。不要紧啊，都不要紧，真正不要紧，不，真正不真正是不要紧。我是讲，你就知影我要找有人，不是啊？我唔是要讲不要紧啊，好啊，拢莫讲，拢莫意思吧？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。无啦，敢若我会安尼啦。不，因为是讲我着放伫我的影片下骹，所以讲。若有需要，会使去遐找。我是讲，拢去遐要来就来，不要紧。啊，无要来就莫来安尼。毋是，我尊重大家的想法，所以讲。敢若我安尼啦，敢若我，我上歹。我嘛不是。我知道了。哦，实在是。拍谁？这阿慧不洗的。这阿慧不洗的照出来。拍谁？哎，说去啊！我见讲食去啊。无我看到。见个食哦，不要紧啊。食了。你的迄Discord 是你的社团的吗？哎呀，就大家做伙用啊！哎呀，大家。我来先。就拢会使啦，就是若有兴趣入来，就是看我在讲啥物，就会使入来。我想要使啦，我使啦，好啊，无要紧啊，要来就来，无爱来就无免讲啦，真正感情无遐好，真正无免讲。啊，我想就是大家咧讲卖啊卖是卖，应该卖，我有听过。卖啊卖啊有啊，但是你卖啊有吼，有听过啊，就是卖也是安尼，就是要做啊，不爱做安尼。来，就是我是讲尔呢，嘿，啥物问题？哦，你有直接塞入去哦，你直接塞入去哦。无，这可能爱转一个，迄个做啥？挖一个弯，转弯世角，系转弯世角对。咱迄个转弯世角就爱做。你迄是温泉吗？那一种是？系啊，这温泉。温泉进来小起来，进来。哎呦，小起来。诶，你问的问题问甲真好，后摆莫问啊。小起。诶，问了做好诶，后摆莫问我，要死一摆。那跳到遐久着，跳一个就起来，那进落去。后世人知。哎呦，知，人愈济愈好，嘛是啊。哇！哟，等者，哎呀，改弄着，歹势。要紧。敢有着伤？啊！我遮找着，啊，靠着，啊，你爱陪我摇。我陪你，我看有啥物会当互你啊？互你金条。哎呦，是哦。啊，其实是大家学来。大家，咱其实即个是即个呢，共产 game 呢。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对。我的钱还是我的钱。对。什么高阿慧的喙烂？讲啥？哦，讲你着伤高我的喙烂哦，无遐咬好无？大人拢嘛咧讲，对网啊定着啊，是靠着弄着啊，大人喙人嘛，喙抹袂，嘿，都无代志。抹袂就好啊。有影呢。铁基路拢直，我毋知要。着进温泉呢。我有哦，人讲想要进温泉哦。无进。我想讲啥啊？观众要求。冲崩，莫冲崩。伤紧啊！伤紧什么意思？
我手紧正有转安尼。车伤紧。紧就无伊，对。对哦，我要创啥？哦，我真係是基地，有夠歹。那呢？我知，無代志。那安尼老啊？唔要緊，這就老人會啊。咱好退休啊。對啊，後擺退休要創啥？就是少來拍電動啊。現代人可能是安尼。會啊。即擺時代可能拍麻將。要拍麻將呢？即擺你袂曉拍？有機會的，佫少誒。小加一個，嘿啊。小加一啊。日本麻將還是台灣麻將，我攏會曉拍。水。我差不多才會聽你拍囡仔。使拍囡仔？那會拍囡仔，那無，咱家無拍囡仔。想要拍囡仔？像囡仔通拍。上有囡仔。愈來愈奇怪了，已經。社會無怪遐囡仔。拍囡仔無少，安尼敢對啊？安尼毋對呢，安尼毋對呢。對啊，無少毋對呢。我看一人咧迄落啦。畫物件愛設計哦，好，我看一下。你講啥？像遐幸福會當互我拍。愛報名呢？來，做來拍，做來互拍。看一下，先會看過啊，攏看過，攏看過。為什麼呀？你是講迄個阿峰畫的圖？對。嘿，伊攏畫啥？無一定呢，伊不時就會傳我圖互我看。有誒，要安怎講？足濟啦，就是我看着是 fan art 較濟，fan art 嘛幾若種誒，就是。我毋知影敢會當講，伊敢有想要講，我毋知。互阿峰家己講好啊。不要緊，一定感覺抽獎。有迄個一定會使講誒，就是伊會畫我誒 fan art 啊。我迄個手錶有足濟張攏是伊誒。真好呢。對啊，真好。我足介意伊畫我誒 fan art，足濟迄個表情攏真古錐，還足好笑。袂歹。聽起來袂歹，對啊。所以全部交下會。好。安尼。那個一個進門轉。我直接轉來。好，袂要緊。安尼較緊。一定參加抽獎。等呢？無要抽，敢有講要抽？紅拍唔使安尼抽的呢。會使啦，是要看阿虎敢有要安尼做。安咁好，會忝呢？我真唔是。Nothing is true, everything is permitted. Permitted。創啥攏會使，無犯法就好。咁歡喜就好。AKB48 啊，伊投票攏是囥佇咧伊迄種專輯內面嘛。我就是迄嘛，就是安尼，就迄種會當投票啊，對吧？安尼我嘛會使來。開一個抽獎啊，開一個會員福利啊，過來就是買上濟，就使拍佫較一屆。買一張拍一張。就互我拍一擺安尼。你就甲迄個，甲阿杜迄個秋會共款。無伊共願的啊。你就愛佇迄內底寫講，這攏是因願意。愛先簽迄個啦。契約愛先簽啦。講咱這好是共願的。一分咱兩張就對啊。你一分我一分啊，閣愛轉因啊。轉因啊。一定講，這攏共願的。救人哦！是要簽啥？高級會員，等咧，小等一個。我會想到買一張木一棍，買10張送個大衣。嚯！這會使搞，會使搞迄個生前契約合作。我是袂摕巴達來拍人啊！用巴達就行。你看這箱，我是袂摕巴達來拍。這箱啊！哎呦，滿咩啦？哦，啊，什麼？都是箱。迄個啥？嘛是迄個鏡頭。你看這我袂記哦，這啥物紙？
像阿两个迄个叫做啥？哦，袂记啊。鹅卵石啊，系啊，之前有现书顶，怎煞袂记？敢若甲狗有关系款，还是啥物？甲狗有关系，我看我嘛小吹者。哦，石膏卵。哦，石膏卵。嘿。哦，石膏卵，哦有呢。嘿，对。巴塔不知道啥物拢好食，有巴塔。你嘛是啊，巴塔含咧饭内底炒嘛，真芳呢。迄酱油呢？袂啦，就是迄莫下伤济就对。沙拉油嘛，莫下伤济啊，巴塔就一角就好，啊，你加迄芳味尔，安尼。哦。虽然我做汉地咧煮食，啊，毋过我足介意切巴达，因为我拢会用迄个做啥？迄个做刀啊，甲枪滚水啊，安尼较好切。啊，迄个切落去，哦，足爽诶！我拢直接硬切落。哈，安尼啊？无怪我。大概拢感觉那会遐歹切着。哦，对啊，真正是有人教我直接用迄个压缩，压缩咯，嘿，直接烧倒啊！我感觉安尼较危险，啊，阮兜有迄个出水机，就直接哦，枪烧水安尼，嘿，安尼较方便。哦，嘛会使呢。对啊，互大家参考。真好切。关系，我毋着甲搭。甲再看者，搞毋着，看搭甲屎有关系尔，那搞安尼？搞啊，搞咩？咁是安尼？伊是甲搞啊有关系。我会回复阿爸讲，就是根本唔一样。啊？啥物阿爸？我看者哦。我会回复阿爸，伊老话就根本讲。伊讲会员互你准备诶是伊直接家就是咧食迄种乳清迄物件，直接互我，啊，佮有啥物压力吼，互我连个规身躯拢是麻塑料，甲会生气安尼。啊，效应直接。升到一个好星空。直接为迄个。台湾直接。减一个呢？拍一个减一个呢？直接为火锅煲变做麻薯煲。想着。无好笑。对哦，无我想着迄个啥，迄个啥 ，wrestling， 拍鼓呢？我小吹者。好。哦，小燕啊。小燕就是迄个啥？美国、日本拢有诶小燕。哦，小燕哦。小燕就摔跤呢。都有，对，有选手就挂户外诶面具。有足济。为火锅煲直接要去拍讲对人拍小燕。系啊。你讲对，安尼咁袂要记啦。你迄个2点空的挂迄个面具。哈？那是华裔讲的摔跤。系啊。咁毋是？对吼。是啊。毋是这哦。啥物倒一个？我恁讲的小燕是这吗？就是摔跤。是啊。哦。是啊。也感觉。我看着就。阮若好诶，无啥稳定诶款。我会网络吗？还是我会啥？网络。网络还是网络？警察无来。网络，我会网络。我会网络。警察哪会无来？有呢。毋过我头拄仔嘛有有一个
时阵是红色的呢？我头拄嘛安尼，那安尼，Discord 是安怎？就安尼，我Discord 就安尼。啊。我头拄啊 OBS 嘛小蹲一下。哎呦，哦，应该是蹲啊，大家拢啊，对啊，大家拢安尼。苏某甲苏某佫无啥相共呢。因为苏某狗用杀的，所以小燕就会使用拳头部，不嘛袂使用拳头部，就是会使直接拍。了解了解。哎，其实无了解，毋过成功了解。哇！MMA 苏某，你敢算苏某？无呢？哎呦！要创啊！我毋知，我即摆咧用铁机咯，用甲足欢喜诶。我想者，咱这铁啊敢够有够？铁啊，我发现我较欠金条。金条哦，金条较好用。我听讲恁大人拢无红，拢无红包。哎哟！我看一个比好诶面，好诶咧啊！然后我想起来。冇，我要存钱，我收袂记你。哈哈，老人会。真正是。哇，我实在是愈来愈无礼貌啊！不要紧，爽啦！有够嗨呢！哎呀，那安尼啊？我是受到啥物刺激啊？这我唔知，我嘛唔知。最近有困爱讲呢。你叫我觉我是毋是会当画一张这啊？当然袂歹。啥物？你要画啥物？我看一个。你最介意 CP 图哦？你讲这一句。无，我介意的 CP 图。哇，即句话有够长。啊对，就这款嘞。你介意我的 CP 图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我介意的 CP 图啊，这毋是真正上。东山蛇。无啊，就是。你的 CP 是多几个？哎对呢，我介意的足侪呢，爱看倒一个作品啊。啊，真正要讨论这件代志哦，你有看啥？我看真济呢。我嘛是呢。我想看卖哦。小演本质上，接近舞台剧嘿，对无毋对？较像表演，过嘛是有运动的部分伫诶。看者。对，若无套好势，迄受伤几率就真悬。哎哟，迄蜘蛛咧杀船啦！那还咧杀船？够无聊。伊咧耍呢？有好耍无？伊香港Golden Kamuy，我有看，不过我看一半就无咧看。我一直讲我要看，我一直无看。啥物意思？啥物件？哇，真好食！哈？啥物吧？这拢看人食物件啊！有人咧介绍。我会枵呢。系啊，迄看来会枵呢。无讲伊看袂落。Golden Kamuy。无讲伊看袂落，伤枵啊！因人伫咧北海道找金啊，结果北海道内底四个食，Golden Kamuy。迄华语叫做黄金神威。推荐互大家。我看过。真趣味。这我无看过。迄芳真趣味啦。伊敢有一个放假些话，安怎就是拼红酒诶？拼红酒啊？我迄番我知影。伊就是甲你讲安怎拼酒安尼。那是。阿米诺西斯克卡，阿米诺我找一个，
我应该知影是倒一项。西之诶诶，有拍做剧呢？日本剧，哎呀，我即摆就知影。Drops of Gods， 哦，看者，应该是讲，等下，这项对无？饮酒爱伫结婚了后，敢是这项？还是迄项我有听过，毋过我知影是，这我煞袂晓，我个会晓讲日语尔，袂晓讲伊个台语甲华语嘛，真毋知名。精神之灵。因为上尾仔字，伊上尾仔字是一地的意思。哦，就是新厝的一地，安尼意思。哦，嘿，来，应该是这项对。对，我唔知。基地。因为迄字是一地，所以敢若是日本话才有的汉字，所以讲华语甲台语颠倒无啥伫咧用这个字。哦，所以我毋知要安怎讲。无怪，有诶，即种字嘛是伫华语嘛是无读音通好读。这虽然讲华语有读音，也毋过就是一地意思。后摆个创出来。有淡薄仔像，就是后有尾啊，才甲倒落倒音落安尼。了解。一地啥？一地酒，就是天公伯啊厝的一地酒安尼。哦，应该是这意思吧。不过迄项我无看过。我无知影伊是。就是干定种补救的。补救的哦。应该是补救凶灵还是面方？哦，补救的我着爱小想一下，我敢有看过。我是我有看，我有听过，但我无看过。哦，补救的我这着无啥知影。忘记。働くできない。是安怎形容开始要拍日语？像是要形容过来日语教室啊，嘛是会使。要教啥？我毋知，我是放假的呢。我要来困啦。你要来困啦？你平常时啊伫学校，你倒迄个学甲要吐啊？辛苦啊！哎呀，学生啊嘛是。歹命，真忝，歹命咁大家拢歹命啦。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咯。个拢歹命。叫做补救凶灵梦着。伊这是咧讲种补救敢安怎看啊？我袂看过啊。唔是啊，是写华国话啊，华国话，我看者哦。哦，写华，还是我读落汉字，还个华国语的汉字。哦，是讲是拍讲迄落华语无的汉字，敢是这意思？我毋对啊。开始教歹囡仔大细时间，敢要遐紧？我嘛袂。我上爱教歹囡仔大细啊。啊，即马今日要来教啥？毋知呢，我嘛毋知。啥物通好教？我无准备，我毋知。你有准备啊？我无准备，所以我讲，我想讲你是安怎准备这啊？我不是，无代志。那个莫紧张，紧张嘛无效。紧张嘛无效，不如莫紧张。
这看起来拢学过啊。我想要过来学一寡有诶无诶，好啊，毋过毋知影倒位通学。学啥？学铁、学重，还是学炭拢会使。你来找我啊？你对，你伫倒一空诶下骹，旧厝下骹。旧厝下骹好，我连夜来找你。看者，啥？起风牌这是卡车，驾车，卡车，卡车。想要驾车？我刚读了，伊是不讲安尼怪你记得用这个记忆哦。先报警，再个讲，唔先报警，先紧啊，先紧。无开始，开始要教歹囡仔势，伊就要先报警啊！慢啦，讲唔好扒啦，啊袂，我扒啦，报警哦！你警察来，警察来，警察来啊！我无正经诶，阿好做好笑诶呢。对，哦，汉得看着你安尼。哦，你是不是有扒啥物？哦，无啦，伊小等甲我讲扒你诶头啦。给你扒落。人家这个看那种无正经那种鸦片，你是吗？无怪你会看我诶台哦。等咧，话咁安尼讲诶。有影，我真正是雕工愈来愈无正经啊！一定是雕工诶啦。你现在毋免雕工啊，我就是免雕工就无正经。系啊，讲是雕工诶，听起来较高级。好，无问题。叫你的事件就好。好啦，讲诶拢对。我讲诶拢使就。哇，无，那像嘛有一句较粗鲁共款意思诶，我想者，想袂起来。我是讲知影，对。哦，人讲诶拢对啦，啊，我讲诶拢使着啊。对啊，你讲诶拢对，我讲诶拢使着。对。啊，所以今麦咧去门卡有吗？无啊！哇，你听起来这你口气有够歹咧！过来一摆。我会介意，过来一摆。哎呀，今仔日个阿好嘛，甲平常时无啥共呢。是哦。无，这你想要讲话，我无讲啥。哦，阿好的本性走出来啊！本性。干嘛呢？哦，感谢你讲话。哦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就是安尼，亲像破西瓜很简单的问题。赞啦！有人哦。是啦，我知影会知。我当时要爱就是开一个联动啊，一人唱一首真情的歌。嘛是会使啊，会使呢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会晓无偌济呢。不要紧。我嘛无偌济。就是爱有迄个参与感上重要。啊？我想无要来驾车，会使来驾车啊，驾车嘛会使。驾车啊，爱找一个驾车 game 啊。你好随机啊！哎呀，这动空无多。我对就是支持中国的艺人，我感觉是感冒的。我嘛淡薄仔无咧开始无咧管注意啊。我直接听台语歌。嘛毋是讲着无即种问题，啊，毋过较少。你讲风水失败下走，总是搞嘛变怪。大家免客气。赞哦！啊，赞哦！哎呀，真正免客气啦，这是迄个啦，这叫做啥？唔知。这个祝人为快乐之鬼啦。干嘛呢？举手之劳。我是讲，
这样久啊，总算是变做差不多的感觉啊。哈哈，我大家拢变做甲阿辉共款啊，共款无礼貌，共款无效水。安尼我总算毋免遐尔啊孤单。安嘛好啦，有伴上要紧。有伴上要紧。你讲袂出很手紧吗？啥物？你什么手紧？老贵就讲八九虎，即马给很，即马给出现一个，那手紧吧？敢会？你是想要？是拄好。莫遐紧的，互大家看到即面。也是讲即面爱户籍才有通看。所以啦，户籍改造。哎呀，若有钱，啥物拢会使。有钱好讲。系啊。我刚喝酒了。哎呦，暗说。咱有教歹囡仔会使报警，等呢，先等呢。做其他要报警。电话先。我无食，我若无食到啊，讲啥物？我即个囡仔也无讲啥，你是咧？丢呢！咱遮上细汉呢。伊即马是迄个护驾牌担当。毋过有驾牌也无驾牌，爱伊遵守。嘿。系啊。我是要被讲歹诶。你要被歹去，啥意思？我敢有听毋着啊？我是毋知哦，我啥物拢毋知哦。无代志。我啥物拢毋知哦。无代志。我毋需要讲诶，人毋需要睇哦。要看绿地歹去，应该是爱付钱。哇，即摆逐项拢爱付钱，哎哟。嘛是啦。哎呀。是风是34岁囡仔。3岁哦。嘿，这是心内有囡仔。嘿，你心内若有囡仔，你到几岁拢是囡仔。我听讲有信众因阿舅讲诶，讲还未结婚诶，就是拢是囡仔会当摕红包。哎呦，是哦。我听讲恁。丢啦！拢无红包。哇，即句话真正都适合咱在场每个囡仔来讲呢。对啊，所以讲你若还未结婚，都是囡仔都会当摕红包，但是因讲因为已经大汉了嘛，歹势搁共摕红包就无摕啊。我安听起来就是你若无歹势，你就会当继续摕。面手若较高，就会使讲一直摕就对啊。哎哟，安尼我有救啊！我感觉你讲诶。系啊，我未来有希望啊！是啦。对哦。虽然户籍请伫遮排队，若是用我即个我都系先好到好好先锋，会使先进最白到好。原本用手甲你拍，即摆用巴达来甲你讲，有够优惠。毋是安尼，等呢，莫冲动，小等呢。袂歹摕红包袂歹势，袂歹势会歹势。先歹势就输啊！迄个啊，遐是阮遮听起来上江湖的，拜托的。这我就毋知啊。讲啊。迄父母台的册，迄个书柜要摆偌济啊？敢若为1箍的款。敢若四周围拢会使囥。但安尼我会当摕一世人的红包。哎哟！迄套，会啦，我回头换你包红包处理啊啦。无啊，但是因为一直甲你催啊，讲啊，啥物时阵要结婚啊？啊，啥物时阵要做妈妈？啥物时阵要做爸爸？伊若要花钱，我就再来想。毋是要做，是要来想尔。发挥迄个 Patrick 的精神啊！我要安怎过生活？甲你无关系。甲你无伫代。
翡翠科你可以讲啥？就是海青啊，海青啊。手早有道具就刺激。什么刺激咯？咯？用道具伤刺激。好。我会当摕种啊，摕手套去拍。用手套。摕手套你讲拍棍的手套啊？哦。不是。什么？外国人不是种小鹿吗？小鹿摕手套甲拍的哇。我说手套，迄手套等伫人身躯顶，特别刮到安尼。嘿，就迄款的，你嘛会使啊？哎哟，头拄你讲白手套，个是迄，我叫啥？我一手套摕来晒人脆片呢。哈？这应该付钱啦。还有康掉，有等呢。这起草应该袂歹哦。好康掉。刚才我听大家问我怪怪。可能是因为这话题无适合囡仔啦。讲伫讲笑话。你有拍过吗？啥拍棍？手套。手套。我听过，我以前个放假，嘛以前个用拢安尼做呢。电视剧还是？用皮手套，应该是用皮手套，敢会伤疼？疼啦！其实我嘛好拍过，我嘛唔知。我无无呢，皮敢会疼？有呢，有一个 game 就是讲线脆皮呢。好，什么？有一个 game 是线脆皮。日本有。有，嘿，有我想起来。就伫。有一个讲线脆皮的游戏。嘿，伫好野人的家族内底。好。是加入的小姐爱自上下骹的下骹手人开始拍上顶头的大夫人。什么物件？听起来介好。你无看过？无。你无看过？无。哈！我看一个伊里江。哎哟。对，就是叫油啊，行过来了后就蹭手套了，搞脆皮。我看到是伊是摕手套甲线的。哦，但是对人来讲，这个动作是足歹，足无礼貌的。哦，比如讲是日本贵族小路进前，伊干就是线脆皮来对管。然后来看像的款式较悬安尼。对。我找着。我嘛通带来食，我嘛。我竟然无看过，因为这差不多10年进前有出伫咧网络顶头。当时佫是 Flash 的电动，我看伊是 Flash 的。但呢，你讲我就对呢。讲我刻薄，我哪有？无啦，真然后我空态，我大风的。等下。我无遐当真。系啊，伊是做大班的，甲人扇喙皮安尼。慢呢，那愈听愈奇怪。这感觉愈听愈奇怪哦。有求必应，照顾大家需求。来看，这么好的 VTuber， 咱倒位找啊？安尼咁好？咁无好？就是拍人拍扇脆皮的 VTuber。系啊，就是有的观众朋友，就是想要有体验迄个得人听的感觉吼，互伊知影听。人听，我听尔，我听，我咧听尔，陪拍，托陪听尔。嘿，托陪听有影。但真正敢会教？
恁敢会加 shoot？啊，加啥？加啥？加恁手啊？加大 加 shoot？炸团哦，你敢会加 shoot？你敢会加嘛袂吧？无即马网络敢若怪怪，听无啥有。对吗？你可讲对某一个群的人来讲是好的。迄是当然啊。安尼袂使呢，我拍到我手筋要安怎？拍手大啦，我手疼要安怎？你摕啊，所以才爱去捌啦，哦，摕捌啦哦。哦，这较歹，这较歹。捌啦。恐怖。还是要摕迄种诶。啊，你爱摕插头诶，还是铁诶？插头，铁那愈讲愈凶。我有一摆有，记得之前有甲讲过，讲就是注意去网咖看袂过。啊，就是阮啊，就是迄个机身啊，就是毋知是安怎，你若扑甲规头拢是血安尼。夭寿啊！好像有人死。无，伊就是机身啊启动啊，了后就是摕武器就是拍家己头。就是注意讲吼，因迄边诶机身拢是敢若做一个油尔，但是无处理遐强安尼。两个拢是规头拢血。哇，真恐怖呢！超级恐怖诶！拍时阵想着拗同事、拗工课、拗头壳就袂遐，都袂听，干嘛呢？爱确定呢，爱确定呢。对呢，无毋对啊！你拍时阵受着拗同事对呢，特别疼对啊！而且愈拍愈大了，愈拍愈大了。原来是安尼。你干嘛？啥物愈大粒？啥物？啊！你讲照起来。愈大啦！安尼，你考头一个好啊？头一个好吗？先付钱啊！先付钱。安尼拍一摆1000箍，敢会受伤？你爱问我毋知。系啊，爱问你诶心情。爱受啊！这要困呢。我想讲，敢会出迄个做啥？愈大的啊！天顶飞迄个怪物，毋知敢会出来？要困，我就等下。好啊，困者。应该是还袂出现，毋过天啊！哎啊，也找不出来。免啦，袂赴啊！个吹。我想讲，倒来是甲箱仔底物件款呢。哦。物件介济，济到毋知要哪捡。想看觅。哇，真正是伤济去。哎呀，要整理嘛是介麻烦，我上讨厌整理啊。毋过嘛是爱小整理理诶，啊无够乱呢。对啊，心头嘛对咧乱。心头乱糟糟。所以真正有人想要互拍。等下，慢点。遐伫那到底那旁。哦，会使，我点全世界就知影你讲啥，会使。我无要紧，会使。无代志。安那？我毋知家己咧创啥，讲心，无代志。好，老啊。来，今仔日都。我无听到啥。啊？就是我毋知影家己咧创啥。无伊。哈？啥物？稍等，我来个牵我牌仔个想啊。好。这。我心头本来就乱，你哪会知？这了解过。哇！哎哟，安尼你一定知影我暗顿食啥？你头拄甲我讲，我应该敢若甲恁讲吼。无吼，应该是。
来，大家要看麦哦。大家来摇，无奖品哦，会给无奖品，无奖品哦。不过要写当摇吼，你会使讲欧乐节最奖品啊，我会使甲你欧乐节。凡是有人想要互人骂做奖品啊，不过我应该是无即种观众，应该无啦吼。那想要互阿慧骂通，应该无吼，应该是米小路才有即种观众。伊都记得我开，伊就记得我开袂倒台。啥？你的观众啊？我嘛做机台，我家己开袂倒台，不过我的观众应该无需要。我想讲，我就是干那想要骂人尔。嘛好啦，你嘛好啦，你嘛好，嘛好，嘛好。我骂人是无啥会晓骂人，只是讲我骂朋友毋对哦。鸡肉饼毋歹势，毋是。歹势毋是，加油啦！好来，安尼两种选一个，你今仔是食饭啊，食面？对，你敢袂收紧？反正拢毋是啊，面啦。我是讲你敢袂收紧？有人要挂包，无可能。若挂包，我一定会伫Twitter破文，甲大家点。我一定会点讲做啥食挂包。写下是要安怎看？哎呦，炒面毋是。继续。大面。毋是大面，毋是麻酱面。泡面。开始大家拢面。开始也都是种面。阳春面毋是哦。毋是哦。台湾还是日本诶？有人要台湾面呢。pasta。恭喜了，个只要对，无对，就是 pasta。恭喜安尼阿慧奖品哦，奖品鹅乐姐，你今日有够搞？安尼干有？听起做无迄个呢？这无小你呢？我迄个自细汉到大汉，从来毋捌甲人鹅乐过呢。我会想者要安怎甲人鹅乐？哇！来了！哇！像。三项。Nico， 多谢 Nico 赞助100块。哎呦！赞助100块，互阿好诶，好来叫一个人来讲。你讲好，来敬一个。你讲好，毋是投我这随便讨厌啦，哎呦！会点呢？哎呦！我小喊大家确定一下，头仔观众大家敢有听到声？即摆是有听到啦，就是我即届迄落赞助敢有声无？我即届是有听到啦。无呢，我无听到呢。你改我讲。无，是我声音有听到，嘿，不要紧。我知影，迄两边拢看着，还先紧调。OK。我伊就讲有安就好。刚才无摇着。嘿，正。我理解。嘿，我理解未通过。未通过。都会有问题，咱会使搁家己小调整一下。我是一届就过啊。我2届款。恁在讲啥物？历届迄个会员。我理解申请无。理解。无收钱。要紧，咱私底下你会使伫迄个。咱再来小。我即马看一下，你敢若是我无迄种，是我身份是我的身份无符合啊，无认真个先。小贤，我即马个作电的吼，听阮阿好，嘿啊，听无啥清楚呢。网络敢无问题？无我具体收远啊，有些问题我网络我会卖具体收远。一档。好，来。什么？
哦，像我网络，我这三十年前好久。太可耻。我讲大家网络拢无好，嗯，惨。淡薄怪怪。嗯，安尼讲个有，安讲好，安尼讲个有，有哦，真清楚，真清楚。有好有好，有正常啊。好呢。对，真好，真好。好真济哦。另外，网络，用即马电脑会去已经开始愈来愈无确定啊。系啊。大家加油，大家。我请阿慧食挂包。哎呦，多谢哦。100块请阿慧食挂包。100块投资阿慧遐。食足饱呢。食3粒挂包应该会使呢。会吐。3粒更袂伤济。会哦。会啊。2粒就差不多啊。会肥哦。2粒我就袂牵一啊。我较介意一碗汤甲1粒挂包。啊，安尼袂歹。真好食。会塑形哦。什么事？面汤摕来洗。咱两个哪就搞惯的。在安尼。哎呦！原来阿慧是我放进去的。哇！讲啥物？这上面超级贴切。因为你头拄讲啥物神，我甲阿慧就是讲啥物神面汤摕来神哟。哈哈，其实阮的中之人是相生啊啦。感谢。哎呀，哇，那安尼。哇，那安尼，那有可怜。这个，大家想看卖，那有可能甲赶快会晓讲台语，佮有升 TCG。有够咱算的品牌无共呢。哎，唔要紧，得相生啊，耶！哇，你才结婚，唔是安尼，冷静，结婚你来负责。哈？哎，收偌济？无3000袂使入来。3000，收少啊啦。3000收少。系啊。就是食一道，要包偌济？哦，我可能都包6000啦。6000遐济哦！我顶回阮朋友结婚，我果包2000多呢。我听讲你大人拢无红包。包600，免是600袂使。是欢迎你来。要出偌济，开始就东日本卖，伤紧啊！为啥物我唔清？讲啥物？为啥物开始？阮亲像我今晚咧看你改变。哦。好耍呢。好像是铁基路怪人。因为你讲啥物？我一人只好两个半。人。无毋对。像。我甲会一人一边一半。系啊，阮其实是讲一个中之人啦。咱平常时拢做无用诶，一个人当做2个人用。哇，真忝呢。系啊。你讲伊要出偌济，会当开始招。招人写文好啊，免费诶宣传呢。我袂晓写。你咁好？我无啥物会晓写，我袂晓。哦，你咧谦虚哦。我看到啊，伊讲是因为我会员还袂完成证件诶。哦，证件啊。无法度互我改啊，但是证件无要互我改，我无法度改啊。无法度互你改是
都位要改。伊讲我未完成，就是正经迄种诶气辩证啦。嗯，这个也无法度修。毋过为虾米这什么呢？啊，中团一届敢袂使？嘿啊，就是中搁囥一届安尼敢袂使？我顶看看觅。因为我真正是无拄过即种状况呢。我毋知影，我啥那我会使。因为时阵搁顶过一摆都无度过。咱呢？一边一半相加相加。伊头讲要包1箍，安尼咁好？哈，包1箍？1箍诶，包1箍。哦，对啊。袂歹势啊！讲有够歹呢。人家内面包1箍，外面迄个红包诶价值可能比迄个1箍更较。会有影呢？对啊，红包攞啊更较贵呢。啊，无咯，我给咱起来买别项物件，迄个1箍就咱遐尔。哇，这。无啦，你若去1箍，我嘛是卖，我嘛是卖。袂讲啥啦，较赢啥物拢无啦。嘿啊，讲摕。为得咱的情分就敢若得1箍尔嘛，袂要紧。袂要紧。我问一个，嘿，恁咧伫咧理解伊顶边就是讲，你咧卖啥物商品的物件，你是选啥？你毋选吉他吗？我你选吉他？应该是吉他啦。你敢有要来楼骹看卖？哦，好啊，我来。旧厝呢？啊无新厝啊？新厝啊，好啊。无我咧问。我做过呢，啥物？哦，对啦，嘛是有免钱红包。无看过即种假保种箱啊，刚交面皮，刚交面皮。哈哈，有厉害无？有厉害，请互我钱多谢。面皮嘛是爱保养嘛是爱钱的哦。嘛是啦。你看啊，连伊都无想要插我啊。我讲即摆已经讲送出申请啊。所以讲即摆是搁等吗？应该是爱搁等2工，差不多就会够回答安尼。这面皮爱口酸足疼的啦。哇！啦，咱要来旧厝的，这毋是旧厝，这是平康啊，搁较落吼，平康搁较落，嘿，平康搁较落，哦落。系口刷行那种，行板面都一较疼。我拢无试过呢。我试过板面，啊口刷嘛口过。你这是要老互阮学的啊？我学过来点钟啊。哦，真好。我试过呢，因为啊，口刷应该是，无呢，我忘互考过呢。口刷就疼啊，我考到口刷。我会晓。你会晓？你会晓？哎。会晓啥？会晓考哦。哎呀。晓。用汤匙烤吗？用迄灰仔的汤匙啊。哎呀。咋都要烤啊你？我想讲用白铁的汤匙啊，白铁的袂使呢。袂使吼。应该。无，你爱看你味道出来。哦。来角度嘛有差。诶，有技术。味道出来，你会 Q 吗？什么 Q？ 手其实嘛会使。用手嘛会使。哦，我有听过嘛，有人就是。用手吗？嘿，用手啊。用手烤。我用烤烤的，毋是直接用剪架啦。就是伊共款会有迄个摩擦力，会。会互你听。
你若有兴趣，当去板面看卖。150吧，那是150。啊，伊会甲你的迄种，你的目牌，伊会甲你的目牌修甲足好看诶。嘿，啊个，伊是口刷顺刷修你的目牌啊？无啦，满面啦。满面啦。我要向大家，满面伊会修你的目牌安尼。我想要去互人修，我无想要修我的目牌啊，修麻烦啊。刚好别人较紧。哎呀，我拢一家拢慢了了呢。我要来坦白我的罪，我坦白我头拄学金啊，毋过下骹是严重，所以以后小去啊，干。无要紧啦，我讲菜我较好过，我即摆好啊。迄代表较好过。你命中欠金，所以讲迄金啊，毋是你的。不要紧，老人会共心乌土嘛变成金。那呢爱先结婚。爱小，毋是，是安那爱结婚？为什么？因为即句话原底是讲翁仔某若共心，乌土变成金。原来是安尼。有人问迄爸爸会使冻偌久？安尼爸爸会使冻偌久？哎呀，这讲慢一摆会使冻偌久？看你的生，你生某。系啊，我就是看你安怎画呢？因为我可能。然后了较慢会使冻，就多办一摆安尼。系啊，我较慢会使冻较久诶，然后了真紧诶，就应该3不过时就系啊，你只行较紧。安尼我想讲要我总是要等。敢是？无，我袂要等。敢是安尼行？无，你讲你即条路是无代志。好，我会晓啊。我要结婚无？恭喜！无即种代志，无好康。那大概拢结婚就会使世界收红包钱安尼。哎呦，水哦！敢袂真忝？什么真忝？虽然讲收钱欢喜，啊，毋过收钱处理嘛真忝咧。会使你会当煮一道啊？我煮一道来请人安就够。有够忝，煮饭足忝诶。嘿，安尼想。敢有人洗碗？洗碗嘛真忝。洗啊！啥物？咱食了会家己洗。哦。你应该食，你就该洗碗，无是要安怎？要看人结婚，佮毋愿意洗碗，恁是啥物意思安尼？这我毋知，对。拢石头，安尼。这位是要想讲若学伤济缀袂落诶时阵，较毋免搬到半小时安尼。哒。啥物？你会当下床诶较阵？你讲我下伫下骹，想下伫下骹，敢是想我被学着。我爱洗碗会使去洗门。洗门风呢？无啦，7啦。无去7。我爱洗碗会使去洗。对，这是学啥？你要甲这学掉？你想我摆遮啦？摆伫你学掉诶所在啊？你无注意着恁昨昏来诶时阵，敢若1站尔吗？恁顶礼拜来敢若1站尔。我想讲，敢若我无参与着。我无印象啊。等下，所以即摆是要创啥？顶回生啥款我已经袂记哩啊。老人记忆无好，请原谅。顶回这，无啊。对，我会记你顶回遮无遮大。今仔日佮加1站。对。结果顶回是到这站尔，这站。我今仔日佮为顶悬佮学2站。你这站要学掉啊？哎呀。哎呦。
我叫是你留这两个空间是要互人安尼行的时阵会使哪跳，安尼就足紧的。我叫是你是雕工要创这。我要看者，看者。上好家己早晚伫，搁若要健康，就会使家己搁早食的。哎哟，家己搁早以后拄啊，安尼嘛是会使啦。嘿啊，完全拢靠别人，安尼嘛好。对，安尼结婚嘛家己结，新人嘛家己知。我高收红包尔。哇，水！我要去开。收钱就好。我听过啦。人拢无暗。大概拢爱。睡觉我是几句话。就是讲，大家行，大家结婚，我找听。请出。你话题我就改。哦，结婚咧唱诶。没，伊就是讲，伊就处于行家己结婚诶。含家己结婚诶歌。而且伊是唱客家诶。哦。你我无听过，应该无听过。我嘛无听过咧。红包的倒边是啥？敢白包应该是会使安尼讲啦。那无搁会当是啥？敢会是肉包，还是挂包？挂包。是菜包。嘛会使蚵仔包，还个啥？酸辣肉包，还个酸辣肉包。酸辣。蚵仔包。这个我讲包包。你挂了。刚有听。就专门不要再包包了。呀，嘿，对这。安长，为什么姑姑越来越小了呢？洗脚脚。救人哦！咱家咧愈来愈奇怪。我嘛要洗脚脚。不要脏哦！不要脏哦！洗脚脚。变干净了，亲我抱去。救人哦！咱家咧愈来愈奇怪啊！不过我做介意，水啦。阿罗哈，帅哥，你不是？哎呦！差点就过来，你就耽误你一下时间哦。我是那个还在就学的学生啊，澳门在出国学生记得。中门是叫自己设计的包包，你参考一下，你拿一下了。拿了。哎呦！台龙一笑，台龙一笑。今日这节爱甲好好绩效真做伙，伤济一定拿啦，好了，我拿了，耶！这是我们学校的什么？这个人上楼这是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良心？我小小良心就被你击碎了。好啦，我甲迄首歌放伫咧阮的开讲室内面啊。无问题。有看。笑甲足忝诶。哎呀！救人！我嘛都去听。真正会听啊！这里才就会过。小个看者，啥物要放喺箱仔底，有个啥？这毋是，咱应该爱做一个牌仔来放，来做标记讲，这箱仔底放啥？无会使做迄个有迄个坑，会使坑用皮甲迄个树诶。大钻嘛。
哦，哎，对对打对对，出来是你打的。嘿，嘛会使用大，嘛会使用爱大的，了一个，就是迄个物件爱了一项，无要紧啊，要紧啊，都碰艺都好术的啊，起来啦，无差啦。哎呀，我看下，今日即期爱甲好的气象先振作伙，哎哟，你哪会不会去啊？没来，没来困。不要困哦，啊！听起来真忝呢，那呢？嘿，你头伊上顶真诶，伊结上顶真诶学诶。你讲要直接困，哇，先去困，先去困。哎呀，人学真不难生，拜呢。拜。嘿，好，紧困紧困，哦，食饱紧困。对，我看过迄个广告，愈食愈赞。拜拜。愈食愈赞。你毋是告诉我迄种，伊个孙仔头壳顶拍对啥声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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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其实有淡薄看无。你嘛真神趣味，奇，就看无。趣味就好，袂遐紧。无应该是老大人对囝孙的爱，看无尔。有时啊，迄个爱就是是，外人真恶的理解。嗯，嘿，我想到迄哦，所以，文英阿姨迄电影内底，哦，这叫做讨海人，讨海人的爱啦，爱你去死啊爱！哎，这个我毋知呢。诶，这倒一旁我说袂记，哎呦，迄名就是，热带雨啊，哎呦，讲一篇哦，因为就怎样叫做全部啊热带雨？看到迄文阿姨迄生气的，歹，你遐歹，搁一摆看是啥物？我说袂啊，记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讲一篇哦。伊就是假迄种白蛇啊，有一个外省的入来就讲啊，你是假的，你好歹就讲你讲嫌我歹，你真靠恁老母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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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快讲，你靠恁老母啦。你真趣味呢。伊迄出最好看的。啊，我未看过全部呢，迄我搁来找一下。我有看了，最好。迄敢若是伫咧家己拍的，哇！哦，故事伫咧当中，伊故事伫咧当中，哦，真趣味呢。快，有行有行。啊，我打放伫你直播间嘛，会使啊，还是放伫咧？还是要直接还会安尼我两边拢放好当做啊。家己刀，当做家己刀，嘿，拢啃拢会使啃，会当是只。嗯。伊敢若就是有一个囡仔讲伊咧绑票，伊甲伊绑票了后，佫互伊读册安尼。嗯。即个。哦，我困去啊。这篇嘛，感觉真有意思。了，迄个囡仔了，伊就是有顺利转去考试。哦，有呢。了着，了，敢若是，安尼甲变落去，安尼变落去好啊。嗯。我会小偷看者，真久无看到。好，你先头看，我头学。你刚刚该跳票是吧？我去管个改叫，看歹看，顶看要不啦？你讲我也无叫你买票，你是买票，你逐个买票我去改叫啊，看歹看，顶看要不？也是真赞呢。呢，讨海人的爱嘛是
我来找一个，看找有无？有啊有啊，啊你其实迄个有啊，对对对，我找一个。我嘛来小找看卖。诶，嗯，诶，啊，看伫咧，伊看伫咧 TikTok 顶面。嗯，看者，伊都想要互苗可丽骂一摆，我嘛是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伊骂人嘛我只有会记有袂上去找伊，啊讲，啊问嘿有讲哪会当有，现场骂，嘿，伊是啊伫伊就伊拍红妹拍，嘛就欢喜安尼。嘿啊，当然伊骂人真欢喜，互骂嘛真欢喜，是啊，伊家己嘛做欢喜啊。嘿啊，伊那么是什么活动款？伊拍节目啊，嗯嘿啊，伊啊，拍节目，敢是夜市啊？什么？诶，嘿，种伫排档诶，哪会拢找无啊？你是日本有人有关两个 JK，然后甲因房地产的，又是啥？迄是啥？我都毋知，迄我真正毋知，迄我毋知。捌听过，捌听过。嗯，我去变手机。好，豆豆来，啊，惊存人的爱，惊存人的爱。哎哟，死鱼熬炸环境你来。恁敢有其他的 DC 有啊？咱放伫咧咱即马店的 DC 内底。嘿，我有一个 VTuber 专门咧联动咧用的，嘿，嘿，我的一个惊存偷来暗人的爱。去的所在，无啦，毋是啦，毋是。喂，我别讲，熬炸熬炸，哦，惊死鱼会晓存人的爱。台文，伊豆豆会晓拍台文啊，哦，我想讲真厉害。我无看过伊拍台文的，哎哟，嘛有豆豆咧学，水诶水诶，啊，对诶，大家拢来学。水水水水水，足咱拢感动诶，无看，啥物无挂？无找着规段诶，迄哦，落惊存人诶爱，爱你去死爱。那会拢啊，即马个 TikTok 内底有坑尔，那会呢？啊，个 TikTok 内底，安尼我无要点入去。啥物 potato 内底？哦，我真正臭耳。迄落，你真正不了听，无啥有哦。就是迄落头拄仔去找迄温阿姨诶，迄落迄大台树，毋过即马敢若古村 TikTok 内底有坑尔，其他诶拢无啥有啊。即马 Instagram 内底有啦，有一段啦，哦，一段惊存人诶爱啦，哦，看爱呀，是爱。那有一个公司伫，敢若伫咧附近咧爱吼，伊伫迄个咧，因伫餐园内底呢，伊有关伫餐园内底呢。我想讲头拄仔佫有听到声诶，即马我看下后壁插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。我嘛来啊，真好处理啦，淡淡诶就好啊。浸伫水底，垃圾。哦倒，呀，好水，落力。袂点啦歹啦，TikTok 内底我也无咧用诶。哎呀，买啦。
我无啥介意。有人会过敏呢。而且我总有一天嘛，若会晓 Live 2D 嘛，想要开海先看觅。哦，伊都会使啊。伊都讲想要，若会晓 Live 2D，想要海先一个。已经会晓画图啊，已经迄落。会使画家己的模样。袂歹，恭喜！我看一个，看落有啊。公司敢会使饲？袂使，无法度。果有传面的公司会使饲尔，因为公司袂，传面的公司若该移到转来，就会使甲伊交物件会较俗的，安尼。哦，思雨讲较介意拍汉字。大家人习惯无共啊。对啊，豆豆来我紧。我嘛是。知影感情放一边，冰两打，迄啥？苦草啊，暗暗你好。感情放一边，冰两点，迄啥？迄好。这我嘛毋知。即马煞形容想无。哎呦！欢迎倒来。酷沙话问我聊天顶敢是开明仔载透早6点半？哦，我敢是。我是毋是太记性用毋对？我应该是暗时。无我即摆哪会钓伫遮？会死哦！哈，我敢是用毋对，我小等检查者，或者是暗时。小检查者，收钱过赞，过惨，伫收钱遐，是收钱，去暗互人暗死，然后迄公司哦，公司就是炒大肠啊。炒大肠啊，个炒麻油嘛。西鱼伫我遮。我看着西鱼。哦，伫你遐，我想讲无伫咧伊里边。无伫我遮，无伫我遮。这是灰烬退去限定。对。只有今天限定。哦，我毋知迄是啥。可以。我是啊。我来小看一个。小看。我加抬几只牛来做迄落下配哦。牛排。牛排嘛有啦，牛排嘛有啦。对啊，做牛排光有哦，真坑咧。系啊，买晒。我小看一个，佮你提醒。欧美人伫咧迄落，就是你若是朋友要离别的时阵，就会请伊食牛排。就是表示讲，你要去较远的所在，互你食较好诶，所以就叫做 goodbye，就是安尼来诶。安尼吗？无啊，我是看迄个替西玉玲珑了，我都会晓安尼黑白讲诶，我感觉做好笑。这个无看呢。系啊，我嘛真爱看呢。真正，我感觉迄台语诶进步。最汉诶会议就是这。我嘛是啦，虽然讲哦，为什么你甲牛排伊有刀？不，我先甲因饲，我先饲了再来抬，因为安尼生牛仔囝，安尼肉才会油，无啦，干嘛呢？毋是，和牛，和牛好食呢。我无食牛。我虽然讲无食牛，毋过有食过啊，毋过感觉普通。是，在时阵，就算有食过啦。哦。有食过牛吧，但是了就无食。但是我敢会去拍着牛仔囝，若拍着牛仔囝就拍啊！等下有一只走出，卖走，过一只鸡啊！我来。等下，那有一只公司产品伫内底。哈？有公司产品伫内底呢？啊，小无啊？可以啊。哇！伊是敢若是隔壁庄仔头内底来的。哦。若甲伊收倒转来，甲伊约好，就会使含伊交我物件，交我物件会较俗的安尼。会较俗啊？
啥？伊知影你甲你知影诶？伊知影我甲伊救，嘿，无毋对，无毋对，哎，你知影我要讲啥耶？无毋对，我知影你讲啥啊？嘿，打着样啊！枕头无好无啥物皮。啥物皮？我有。然后才会使卖真正，嘿，无毋对。枕头嘛无好命。好啊，好一个名。内底台词哦，叫因爱摕赎金伫遐等，无着拆票啊，原来是安尼。我嘛讲一篇哦，好。你是讲？叫火烧准敢好？安尼敢好？我是毋知。你爱问传面啊？敢若材料伤济啊。想无有两只的哈。我想讲留较济，算去，安尼就好。凊彩啦，规地会大啦。我个要摕皮尔，5个好，安尼应该有够。要紧上无有两只的，还会当生。嘿啊，互因迄个兄弟姊妹嘛是会使生，得甲抱起无共款。听起来真恐怖。嘿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啊。嘛是啦。有啥也是感觉讲，若是伫台湾讲无咧食牛，出国颠倒接受食好外牛，安尼毋是怪奇。我毋是出国食的，我是伫咧台湾食的，啊是讲是厝内底时代拢讲，我若食牛会衰，我就是讲食一摆看卖。为虾米？我毋知讲讲啥物，就是讲名来讲，你敢食牛，你食牛你就会衰一世人。嘿啊，我是我无食牛，但我无食牛，我嘛是衰啊，我无呾。嘿啊，我是对啊。平常时就衰，啊，毋过食了更较衰。嘿对，所以讲我是想讲要试一下味看卖，啊，个顺续食看卖，迄到底是啥物款的口感甲味啊，就试一下。啊，试了以后就差不多睡2-3礼拜，甲1个月。有够久呢。真正有睡，迄当时真的。嘛，应该是有拄着，要毋过实在嘛有衰着，安尼。我学着厉害的所在啊！你学着啥？有蜘蛛迄个网呢，这敢是？这敢是迄个做啥？叫做啥要塞？我要找你的，你是咧？我带你来，我带你来。好，我点要找。我嘛毋知影我遮是倒位。垃圾食垃圾大，我即马就无啥敢食，因为若无真正需要，我就无要食。对啦，因为较早台湾因正常拢是爱用着牛，啊，因为爱讲食牛，所以讲较会无食牛。毋过，阮兜嘛毋是讲正常诶，所以讲嘛真奇怪。毋知呢，我迄个信众是讲因阿爸迄代开始无食牛，所以讲因即代嘛开始无食呢。我想但是因阿公阿嬷嘛是照常食。够有安尼哦。对，最奇怪就是，啊，毋知安怎讲。通常是颠倒病。我是听过讲命盘，敢安尼讲，命盘内底为虾米青着嘛袂使食呢？我是应该是甲迄个命盘有关系啦，因为阮兜实在是真正无正常，因为无去。所以讲，伊有去算命过。阮厝内底人算诶，啊，因算了结果安怎会搁甲我讲安尼？所以可能有一部分是安尼来。有一种讲法是甲命有关系，甲正常无关系。对。对。我之前那像嘛是互算命算诶，我袂哩伊是讲我袂当食啥，啊，毋过应该毋是牛，是别项。应该拢是讲袂当食狗啊，食兔啊吧？
迄毋免讲。这免讲对啊。即嘛食无啥对对，即马食无啥有，所以可能较无需要讲。有信上伊阿公是就是住山顶啊，听讲因就是迄边的亲戚掠高山来食。哇！哎哟！对，迄个时阵毋知是安怎，我是听的啦，我是听因讲的啦。因就讲就是掠高山来食了后，就是起笑，啊死去安尼。哎哟！迄就是山顶的除非是啥物问题安尼。我感觉是山神的迄个就是隔壁厝边就是食高山了后，敢若讲就是无讲介好过。哎哟，真正毋通黑白食呢。我真正毋知影，我即摆伫倒位，我嘛毋知安怎出去。哈哈。我可能爱伫遮位头壳顶一路哦。嘛是会使啊，嘛是会使。救人！算命先甲伊讲袂使食牛，子孙才会出头天。哦，所以讲阿姨甲阿舅拢人才啊，安尼嘛有哦。阮兜嘛无啥伫咧食牛啊，是安怎我顶多变即满呢啊？所以，阮是听过讲，有信众伊就是拿去万水去，伊就食牛肉来补血。迄嘛是会使啦，迄就是甲健康有关系，迄无啥。有人是想牛无食牛，安尼想猪要安怎？想猪应该食菜啊。只有古想牛的安尼较注意尔，其他想啥敢若无听过讲想鸡无食鸡，还是？毋过我有听过想羊无食羊咧。迄羊敢若是甲牛差不多款的意思。嘿，对，牛是羊科的。无重要的生物学知识。所以讲应该是，所以嘛会使来小研究一下。救人哦，要咱等去。食高山啊，会变高山啊！我是无食过，毋敢食。有个人无食高山嘛变高山啊。你嘛是安尼啦，迄本地免食就是。我因本身就高山啊。因本地就高。哦。本地就是。这都真正啊无。对，因就高啊无，那就高，啊无那无。那逐工咧钓高。那差不多。好啊，做人毋做人，迄做是搞啊。那钓高。敢钓高款啊。连工直接碰无伊就知影。你讲我啊？无我嘛会。哇，要紧有判。我用无碰无伊。哇，我真正做到得失人的呢。有知影通会食狗啊？哦，即摆还阁有人食狗啊？哇，我是感觉讲，若是市内要食，市内就是要食的动物啦，我无啥意见啊。嘿，就是伫落凊彩刣一只安尼，无讲介好啦。我真正有足认真想过即个问题，我去查资料，有讲就是啥足侪人拢无法度接受食狗啊、食猫啊。有几若种理由，其中一个就是伊较定是咱来做伴的动物。会有感情安尼。嘿，对，会有感情。所以有个人无食牛嘛，是因为有个人就是厝内若有饲牛做田嘛，是会对迄个牛会有感情。嘿，啊，阁有另外一个角度是讲迄个咱人较无爱食即种动物，是因为比如讲狗啊、猫啊即种动物，是因为伊迄个。互咱得到迄个营养的迄个效率较低啊，因为因是食肉的。但是伊个就无食。所以咱就较无应该去食，咱应该去食的是应该去食草的动物。
哦，原来有这种讲法。我是有听过安尼讲，对毋对我毋知。这嘛我嘛无啥知影。我是知影讲，有讲伊无食羊啊，是因为讲，因为羊仔囝是正顶是规会规食奶啦，安尼。就是意思就是讲，就是爱降温，还是啥物？所以讲无食羊。就是伊有灵性安尼，伊知影降温。我是食羊诶，然后怪怪。然后怪收缩还是？应该是收缩。毋知就有一摆食一顿尔，然后就怪怪就无够食。就是一摆了就无够食入去。可能就爱。所以讲油肉咯，行我无缘。油肉都好食。酷嫂啊，讲伊早听阿嬷讲，较早拢会伫厝顶饲动物，包括高山仔诶。哦，敢是饲来食诶，我毋知。伊个讲食草诶较水小，爱互人食，有影。干嘛呢？伊努啊，6小です是用安尼。过来啊，伊是动物仔拢是真细呢。饲风是做讨厌狗呢。买怪怪。因为你食啥物粉？我看一下。都是粉。啥物粉？粉。毋知啊。伊讲伊食粉然后买怪怪。食粉？伊食粉敢是？食粉哦。你讲切片迄种粉嘛，还是长寿迄种诶？我袂。请问食长寿敢会长退休？我毋知，因为我嘛无，我无咧食粉诶。我嘛无。无食粉？啥物粉？所以可能是食一摆尔安尼哦。食一下知影滋味安尼是。哎呦，变去！哟，无啥意见，毋讲莫食着别人诶厝内人就好啊。猫啊、甲狗啊，也是兔啊迄种诶。我嘛是安尼想诶，若毋是人饲来做伴诶，就无啥要紧。若是真正有要饲来，就是为着要食诶，迄我嘛要饲嘛会使饲，毋过即马就无。无违法就摕你无法。毋是粉是粉是粉，啥物粉？伊个食啥物粉？我应该无看毋着吼，粉吼。粉啊！哇，伊咧，互你练习读迄个声调。哎呦，感谢啊，好。袂歹，多谢，我安尼袂歹。有影。买着一箱粉。买糖粉啊，啥物粉？还是米粉，还是太白粉，还是啥物粉？西沙粉，还是西沙粉敢通食？西沙粉无食啦，无食。我想讲西沙粉你要食，嘛是无犯法啦。毋过食歹腹肚呢。哇，酷嫂啊，食过拉力诶，佮有迄个咸诶手呢。拉力手薄。我想者拉力是倒一款动物？拉力就是迄个做开样吗？拉力，好，我知。拉力还是咖喱？拉力。头拄跳拉力，我想到迄龟子吧，毋知啥。灰鸡吧？龟子。龟子吧？毋是龟，迄个叫啥？龟子吧吧？龟子吧？龟子吧？吧？龟子吧？嘿，动物仔无说是着加做伙。巧克力豆粉。酷嫂啊，讲迄时是伫阿母诶腹肚内啦。安尼伊无食着滋味啦。遐报着哇，安尼嘛。讲因阿母甲因阿爸去中国食野味。无怪。无怪。我想讲，毋捌听过伫台湾有咧卖。台湾应该是无啥伫咧食啦。对。爱看。
爱看所位。嘛是啦，不过即马是无讲介济，而且有可能应该是无啦。对啊，那种有保育类的应该是无啥。有啊，有食过啦。啊，我听过讲有虫，姜啊，姜，敢是姜？姜，像落啊迄对无？哦。敢是讲山姜嘛，还是啥物？迄我知。迄即马嘛是有人食，毋过是咧山店。是伊也是野生诶，但是迄就是爱，就是爱专门还是啥物，就是熟悉人较会煮吧。爱山顶才食着。安尼敢毋着喷到甜，有没有？哦，迄这啥叫做粪烤糖哦？对，会伫你迄个尻川，迄个啥？哦，粪烤敢是迄个尻川迄个空？粪烤，就是你晒出来晒空啦。寄生虫是毋？是讲寄生虫。生人。嘛是好康靠腰咧，好康真营养。好康歹康加减也着来偏芳啊！你讲真正要皮的卡？无我的代志，若准是米小，无，真正无。我是感觉讲，大家还是无讲一届米小路，看他像怪怪啊。真无。鸟啊，你当皮看麦？无啊，足臭诶！伊尻川就会家己迄个拄过啦。有尻川拄你诶面哟。哎呀，鸟啊，迄是表示伊足信任你诶意思。你就是咧，干安尼。哎呀，我是讲这不是，然后是西你才会知，表示讲西你才会创啊。无毋对，表示讲伊足信任。啊！我迄个我就想讲，我无需要你的信任多些。伊放心，甲伊的尻川交互你。对，迄对伊来讲是足危险的。就甲迄个啊，鸟啊放屎若是无甲伊迄个，或者啥？无看刷。对啊，无看刷嘛是足信任你的表现。那毋过人家无需要即种信任多些。我来报警，你做要来报警？啥个要报警啦？你当做警察做用的呢？我听到米小路，所以讲要甲伊。你报警来掠米小路，了解？要甲伊掠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。哇！奇怪。啊，对，我要带你来迄个啦。较会空嘛。嘿，我找着啊，我知影要安怎行过去啊。稍等一下，我先。你豆来。好，我是做有耐心的。好，我随好，啊，甲铁啊甲重放好，就对伊来骹。好，听起来感觉怪怪，毋过是安尼。应该是无怪怪，原底是无怪怪啦。哪解水哪迄个。愈解水，哪解水哪奇怪。重已经伤济啊呢。对啊，重有够无路用的呢。九组佮加13粒。我希望有一天，重会使摕来做铁鱼啊咯，安尼足方便的。系啊。哎呦，你个退，你个互伊赶紧改团，你对伊才好。系啊，来，请对我来。啊，无会嗨啊，真惨。原来是安尼。水来水。哦。系啊，嫌伤差，好来。要看铁基路牌咩？要来甲倒位去？请对我来。我一时较看无，我有插火。
毋过是电灯，我毋知影会伫倒。铁路摆尾是？我嘛毋知摆尾是啥。对，铁路摆尾是？敢是摆尾是啥物？我毋知影安尼会当用伊摆尾是？啊，这要看你的会啊，阿慧的会，阿慧会，会来，我看着会，我看着咯，有你的铁器咯，个一个土做条啊，毋对，哎呦，即摆是日时啥啊？猪会甲我拍有病哦哈。那么是咧树骹，所以讲伊才会甲你拍，有可能哦。好，现在甲树啊拢撮的。法国上精彩的节目，铁器路摆尾，脱轨啊！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原来是这意思。奇怪，我无听过啊，对，就是你条啊，哈。我想讲你会查到，就是条啊遮，就是条啊遮。条啊下骹吼。对，条啊下骹，当然迄个空伫倒位。我找一下咱的好康啊，好康伫遮。好康伫搭？好康内底？伫遮？遮？对，好康。有啊，好几摆啊。好康歹康，加减也着来偏芳啊。对，摆尾是出轨吊车的意思 ，OK。然后伫遮。我来内底看下。来哟。这就是人较早学的空啊。古早的铁器咯。伫都市上者，古早人学炭的咯。是哦。那是伫都市阿歹，敢是我甲你拍着。袂要紧，袂听。我哪会拍着你？我哪会拍着你？咱无关迄落啊。咱无关哦。有，我就是想讲安尼较好笑，有一寡效果。我想讲想报讲哪会有声？我想讲弄着有声，哎呦，夭寿啊！我看一下，条啊呢，恁两位敢要做伙胖球啊！毋是狗诶，是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咱咧做狗嘛是爱排队诶呢。等咧，真人诶空吓嘛，着较早人学诶空。等咧，无对啦。伊度啊，上尾啊，迄句啊，无写好。较早诶中国是5分仔车咧行，对啊。哇，想讲咱遮嘛会使。哎哟！你嘛要用一个5分车？对啊，较有气氛啊。无啦 ，Minecraft 内底迄应该就是5分仔车啦。应该是。除非咱个斗一寡奇奇怪怪迄落。对啊。咧以早诶人咧学铁啊，无学清气，哎哟，以早诶人哪会安尼？伊要送互咱诶礼物啊！哎哟，送互后代诶礼物，哎哟，互咱后代食袂空安尼。讲两句甲。安尼毋做，家属有带来手做啥子？哇！啥意思？这是跟咧做啥？啊？哈？对。但子孙代有出状元无？哇！惊啦！大家大趁钱好无？好有啊。想着顶回头一届安尼用的时阵是咧是咧火箭，啊，个为1箍啊，我手头碰着2箍。好，你这是咧讲认真的？讲认真的，我头一回安尼用的时阵就是我若讲咧仪式的。对，我就是真正想无，真正就是安尼。真正。
我想讲哇，原来真正是安尼用。我真正听到讲这是要安怎创啊？系啦，大家真神奇啊！毋过要无发生过，进前应该是拢无机会体验着。对，那像废话啊，毋过对。较早拢想讲人画好耍诶，啊，结果即马无好耍，嘿。嘛毋是讲无好耍，就是安尼嘛，就是安尼啊，意思就是安尼。你就感觉讲，我逐个拄着安尼。就拄着想讲原来是即种感觉。人生诶过程。虽然个过身就无啊，一概念啦，毋是过啦。咱算即个 game 定咧过身有影啦。嘿，是嘛是啦。古少啊，你若是个 YT 食去，会使加华语的分数，我无要紧。你若要加台湾话，你着加垃圾，工资加。对，无毋对。阿辉台语小教室，咱后摆再会。安尼我嘛来出一个小教室。会使，小教室哦。小教室啊，袂歹啊，大家应该都介意。是用八达，是用迄三姜啊，还是花大嘛？袂歹哦。开始直接出在微博诶。用粉用糖诶。伊介意花大即种诶啊？无啊。花大。无啊，红手甲会惊。较早拢迄啥，拢红用三姜啊，还是皮大诶啥？哇，皮大！哎呀，我听咧，有够听起来有够听咧。系啊，而且拍落，裤爱脱来。夭寿。听。会规条诶呢。系啊，我听咧，啊，毋过上界粗残诶是，迄三姜啊。拍镜头啊，镜头啊整起来，搁爱练更甜。哦，我毋知我是安怎画落来。这真是迄个呢 ，Asian family。哎呀，进前着。我记你注意伊细汉时阵去补习班，因为伊就是数学就袂晓，数学就是无啥物会晓写，因补习班的老师就摕种，迄阵恁知有种铁的球嘛，对无？铁球迄种会球，对啊，伊就摕迄个球来拍伊个手，铁球。哎呀，拍到煞乌青个，嘛是感觉爱写题目啊。写字，嘿，对，就是无咧管太你。拍个规拢是乌青啊，啥物也无管你啊，就是伊就感觉讲，就是毋对，就爱互拍。对。啊，伊个爸母就会讲，伊若无管好，你改头。应该啊，嘿，对。我较早学去嘛是安尼，就是老师嘛是甲我讲甲咪咪毛毛。咪咪毛毛，咪咪毛叫做画面呢？你讲同溜过头毛，就是互老师溜过头毛。溜头毛无呢，头早无往溜过。无正常啊，我。听起来淡薄无正常就是你抓唔到，伊就甲你溜头毛，你感觉正常嘛？这听起来无介正常哦。这比直接拍手骨，还是毋是手骨？拍迄个镜头啊？比镜头更较奇怪呢。这真正淡薄怪怪。系啊，溜头毛是无啦，我是手会好。伊嘛是去学钢琴啊，老师。有可能大无好啊，像老师就甲伊头毛安溜。大无好，若是也是讲手姿势无讲介水，就用水线落，搁用钢的嘛有，有一届是用迄个啥，迄个笔迄个挂有一顺确定的，结果老师甲我讲落，我的镜头搁流血啊。有一块迄挂一顺煞闭开安尼，我夭寿哦！我毋知影到底我是安怎，我是遮着。伊这若是即马来讲啊，伊这会当过呢，会当过伊伤害呢。系啊，因为毋过当时无这概念啦。我真正毋知是阮是安怎大汉。
哎呀，我是真正就是安怎大？对啊，是安怎那个会当活伫遮？哎呀，我还阁剩半条命，已经伫遮就在偷笑安尼。哎呦，对啊，我毋知影进前到底是经过啥物代志啊？我厝内底人嘛，食甘愿我去互苦冻呢，那安尼，即摆想想嘛，真奇怪哦。可能伊认为迄是对你好啦，有诶是大人会安尼想。但是无想着讲伊即种诶对你好是即种压力啊。而且伊嘛无想着讲，迄敢真正有效，就是迄敢真正是一个有效诶教育方式。以前诶观念甲即摆做无共。哦，对对对，伊会感觉讲你就是欠骂啊，你就是欠拍，因为你无拍，你无拍，你袂认真啊，你袂认真，啥物意思？啥物款诶？所以袂拢伊咧讲啦。较固定诶行为主义啦。伊嘛有互拍过，结果嘛是变做一款诶啊！哎，有影，我甲变就是安尼啊！对啊，伊嘛是互拍过啊，结果嘛是变做一款啊，所以讲，我是感觉讲即种行为莫一代佫传过一代。对，咱即摆有即个概念，咱停来就好啊。我即摆有种种开始较性较册啊，我即摆开始较册就无想要佫行以前诶路。莫互囡仔佫想佫较济痛苦啊！即摆已经够痛苦啊咧。对啊，真正诶。你无互拍死，所以还佫活咧。有影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你若真正你若讲真正无介意囡仔就莫生。莫生对，莫生。你若讲想要有囡仔就去领养就好啊。我是安尼想。袂晓教就莫生。对，真正，毋是讲你有介意无？你有介意，啊，毋过你袂晓教，你上好莫生。嘿，你若介意，送别人就好。你就嘿，只要有责任啊，别人死袂，毋是，只要有正解就好啊。毋是安尼讲。你讲啥？无啊，我讲生别人诶囝死袂了。袂使。毋是安尼讲，袂使。啊，水讲甲茶叶啊，一支椅条嘛有呢。进前嘛是有迄底下扫帚啊，扫帚尾一支抽出来，安尼线。你就听啊，我知。哦，迄听到。所以因细汉时，一提互迄个讲到大汉。虽然讲袂有外伤，毋过会整。哦。无你是一条一条啊，你就是有一条迄种顺啊，对，放拍迄种顺。对，会整起来。哦，迄实在有听。啊，拍了后，佫去甲老师讲吼，伊就是无过说讲互拍，伊是应该。啊，迄落较细间补习班对家长对向老师讲，无要紧，拍较大力咧，安尼教拢会使，对，拍较大力咧。若无乖，若写无好，若咱就拍。啊，囝仔拢安尼啊，上好拍甲袂晓讲话，后摆拢莫甲你好啊。对啊。但是迄间补习班就是恐怖是讲，伊连逐个囝嘛拢直直来拍，逐工咧拍。哎呦，这真凶呢！足凶啊！啊，逐工拢拍，写无好啊，啥哪就开始拍。哇，恐怖！嘿，有影。但是迄间补习班即马搁伫咧，我感觉足破烦诶。为啥无倒？你著要去放火。即马搁伫咧啊！已经开足久啊！哇！伊敢有咧拍？毋知呢。我感觉伊是拍囡仔练身体啦。拍囡仔练身体要死啊！哇！收钱啊！练身体，当收钱练身体，然后拍囡仔练身体呢？哎呦！会整我屁较好整，我整甲密密麻麻，敢若咪咕个整。哦，库差讲早就决定痛苦停伫你即代，无毋对啊，咱就是。痛苦停伫咱即代就差不多啊啦，莫个苦毒后一代。嘿，无必要啦，无袂较好，安尼袂较好。嘿。我坦白讲，手破害，而且在爸母时无生过是要安怎教囝？我是，所以我才无想要有囡仔。我会惊教囡仔教出无好诶人对无？我知。
对，我嘛就安尼感觉。啊，等，开咪交易，蹦康帮去，我敢有机会甲你救无好。我走出来，不要紧，免惊，加一条尔，不要紧。一两三四惊着无代志。嘿，无毋对，无问题。是。骹喙两条腿。对，佫有即句，对。我卡喙哦，我想我卡酸呢，无口音无共。对啊，我已经跟有关系，有关系甲会晓偷学啊。无问题，真好。嘿，绝对毋是无礼貌，就是。不要紧，就是想要学。不要紧，趣味啊，无毋对。趣味，咱是毋是其实拢踅了差不多啊？敢是？应该是要阁有物件通看，要毋过我即摆牌仔底已经满去啊。我嘛是呢。等下，我阁小学一个。趣味。阁有咯。够了。真正爱等较细囡仔才知影，真正卖生卖饲拜托。无做过爸母，你有做过囡仔，共款是经验，嘿啊，对啊，就是你已经知影，有偌夭寿。嘿啊，你已经有概念讲，你会变做啥物款的爸母着？有影。卖生囝较紧。我是感觉讲饲猫啊，饲狗。对，饲狗啊，饲猫啊，较快活。最近可能较无遐大。不要紧啊，因古水就好，无毋对。因话就好。要算乖就好，嘛免乱乖。对，哎呀。有点看起来古水就会当原谅。哎呀。好命。想惊家己上社会班爱去坐家，无啊歹啦。歹啦，无代无志莫坐家啦。哎呀，就是嘛是讲有一寡家长啊生囡仔生了后，无咧饲，无咧顾，无咧教，还是讲家己生了，较袂调着拍着用烧水烫来创啊，着嘛真济呢。有。这款嘛，真恐怖啊！有毛就好，是讲迄个动物园。无啊，即摆有诶无毛诶嘛，足死行啊。无毛诶，你不用讲无毛诶猫啊嘛。是啥物？无啦，迄足贵诶呢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迄我看无伊诶水。安尼讲敢袂使？听讲伊讲出来就足水诶。哎呀，穿衫就真古水啊！伊热死。就好看。哎呀。不，应该讲因寒天会寒死。安尼哦。太有即种生物。伊无毛嘛，伊就无遐毛草啊，所以讲伊寒天会应该。爱穿袖啊，爱家穿袖啊。趣味。哎呀。我牌啊真正满啊。像水有一个问题咧，我毋知影原底路伫倒位，水。你毋着找条就好啊，是你要削落安尼较紧。啊对呢，有影呢。对啊。哎呀。阿火骹杆是无毛诶，哈？我无骹。你个真足看我诶形，我都有骹。骹伫对。对啊，都有骹。我若想要变一支骹嘛是会使，啊毋过即摆钱无够，所以干那即个皮。无问题。我有想过要去学迄呢。想过要去学。要去学做皮。会使啊。袂歹呢。我未来好要教。袂歹。真的有一个刀啊！刀啊，应该是我藏诶。
哦好，因为我排满。哦，莫怪。因为我头拄仔发现讲两台车顶有放箱仔，箱仔内底有物件，所以讲我有拆掉。铁基路嘛真济。我想啊，搁有铁咧。插头还个满是啊，看到物件无学到啊，包包都炖，怪怪。哎呀，敢毋是叫包包炖？包包炖。嘛是啊，嘛对啊，嘛对啦，无讲毋对啦。我即下就是想要死，毋过毋知安怎死。就摔落就好啊。哎哟，我听到怪物的声来哦。哎哟，来，耶，好上路啊！哎，好，所以来等。无鸟看起来亲像青鸡吧？敢无？有啦，嘛是有，但有淡薄啊。毋是淡薄啊，有啦，真是哦，真是，确实是。什么意思？毋过人嘛是上爱无毛的狗，无毛的狗是啥？看着就行。嘛是呢，无毛的猫啊，甲鸡慢毛了，顶多会去想着鸡排，排队都是鸡排。哎哟，太有气吧！哎呀，哦，无毛狗就是咱啦，有理。原来嘛对，哈哈，我是狗啦。哈哈，我狗啦。狗毋则安尼，哈哈，我就是狗啦。哈哈，我着狗。哈哈，你着狗。有要着狗啊？原来着狗这个讲法是安尼来的，大家搁学着啊。莫啦，我别讲，我别讲诶。教歹囝大细。真正是要教歹囝大细。我就要作声。啥物学校就遮？啥物学校就遮尔好？就即马就迄种专门伫教嘛有做白铁啊，是重诶迄种诶啊。敢若手工诶迄种诶，迄个做啥？创作应该是应该敢袂使安尼讲。创作诶啊。你是讲精工迄种诶？就学校伫教这啊，设计科诶嘛是有伫教讲要安怎设计，要安怎教，还是要安怎做。皮迄种皮也是伊啊。哦。敢毋是设计科还是倒一科会教？做皮。系啊，做皮也是做金属的，还是做啥？还有啥通做？我袂记啊。做人应该就皮的，还个铁的，安尼应该就真侪款的。对，转个咯。你伫倒位？你要为帮卡？我想要来藏物件，毋过我即摆人伫倒。哇！你搞找无咯？找无咯？这就是迄个啊。要安怎去病院上紧？就是你迄个目睭刻啊，就走去迄个车路顶面，目一年就到。你精神了，你就伫病院，目一年就到。哇！但是你精神无伫咧病要安怎？你若无精神要安怎啊？安尼就无病无跳。你就毋是要去病院咯？就是去一个更较好诶所在咯。好做人啊！子孙代代有出状元无？我靠哟！无。逐摆讲诶，就佮讲着遮。歹势啦，阿辉害诶啦，拢是阿辉毋对。刚
刚刚那还未行过，哎呦，现在行出那个新康去，新康哦，行到新一位啊，哎呦，刚刚那还未学过诶，哇，买个地遐，但有看过一出台湾的电影什么台湾的电影？《父后七日》。啊有啊，哎，我无歹势，迄好看，迄应该是爱看吼，嘿，迄爱看，迄爱看，一定来的。很有意思。那个写诗的就好笑。哦，我知迄我想想者，我个会记。我这个袂，刚才直接讲嘛。我会使来讲，你若有顾虑，我会使讲。迄内底有一个演员，都是迄落拍苗伦的迄落。已经过听就一年啊。嘿，过用足侪年的演员，伊伫内底演一个，敢若是西公还是？读书，嘿，西公对，嘿，西公。啊，伊兴趣是创作，啊，伊会写诗，啊，伊一本册内底有写伊的诗。啊，伊摕一本谱啊，伊大概写。嘿，谱啊。啊，伊内底有一句是：我干天干地干社会，干命运干社会，你也毋是阮老爸，你讲遐济。哦，我有听过呢。真赞，我感觉真赞。伊这有种有出册呢，我有看过册，我感觉袂歹。啊嘿，伊敢若原底是小说还是？对，小说。然后，而且伊翕的这是真正是一种有名的呢。嘿，对。内面迄个，遐就是伊毋是咧奥莲花嘛，奥莲花，内面遐几多拢是演，就是都是导演引导的人。哦。我看到是安尼讲啦，讲迄是引导的人。哇！就是真是真正去演安尼。欢喜吧，甲全家过拢来播。对啊。即空敢若明仔会使过来看一个，我来看一个。头拄有看到有位通收水，我来收一个，进一个温泉就通好转来啊。我只安尼学白蛇。我不怎么看到。是啊。是啊吼。是啊。我想看卖，我要安怎来等。你嘛要进温泉？我遮无温泉，所以我咧烦恼。还是家己烧家己。毋过我无炸火呢，我无炸赖达呢，惨啊我。哇，要找死嘛无遐简单。要火真见无炸火。家己就是炸火啊！对啊。你哪会拢知影我要讲啥？哇！那遐拄好。对啊，到底咱是毋是同一个人啦？我毋知应该毋是啦。想要知影，请继续收看。是打对方的嘴巴。感情好甲这，笑上个嘴哪你咁好？喙哪？要紧啊，上无毋是啥物清工字领内裤即种的，都要会使。毋是这种讲法，是讲啥物感情好，甲会当清工一条内裤，毋是有人安尼讲。我听过。我袂安尼讲诶。大汉的呢？咁毋是清工一条内裤。是安尼讲哦，清工一条内裤大汉啊。系啊。咁是呢？啊，毋过现在都爱有。你讲一条裤吗？不是内裤吧？咁毋是一条裤。咁毋是内裤。咁是内裤。我会记是内裤，是内裤啦。我会记是内裤，应该是内裤。条裤，内裤。内裤。内裤吧，应该是内裤。讲裤呢？有可能，无可能，咱有2票，咱一定是对的。我毋知观众投啥。我无接受。原来是清工一条大汉。无。刚只裤掉啊！真正袂记。无可能，太毋是内裤，一定是内裤。喂，咱要坚持100天，你莫甲我坑。
你无甲我口渴，一定是内裤，一定是内裤，我毋接受。哎呦，我即摆有做者海菜，啊，我海菜摕了，我就通好洗洗啊。这两工按电脑用手机啊送的免钱 D Plus 看卡农哦，卡农我未看全部呢，卡农嘛感觉真好看。哦，我嘛无看。感情好甲我共一个片空。有影有影。穿一领裤好。要无是收穿一领裤，奇怪，咱会想甲去穿。对啊，现在是内裤。哎，那到底是看到啥咧？看到来无？明明就是我掉。安尼真正记了毋对记。原来真正是共一领裤，毋是内裤。现在毋是裙，现在是裤。因为你滚马会使啊！我叫你。会使，嘿啊，会离去啦。袂使啦，我应该穿袂落。你看我想啊遐大卡。你嘛讲要甲我借一棍啊？你讲啥 ？Camper 啊？你嘛讲好。啊！你讲好啊，讲我有几领要穿。我是无要穿啦。安尼伊要翕相呢？伊爱翕相啊？但我惊伊穿袂落呢。啊！你想无要穿过？做俩有穿过。有人哦。我正咧等。内裤较有湿水，干嘛呢？内裤较啥？啥有湿水？啥讲法？裤毛湿水啊！哎呀，裤毛有啊。哦，我会腰。对，阿峰真正会画我的内裤。伊个粉art内底就是我这个箱啊有生迄个生身躯出来。内裤。嘿，还有穿内裤。哦。OK， 好，无问题。啊，我知。因为我知影，平常时我都知影的代志。你就知影平常时拢画啥物？真趣味啦，趣味影。我是真足介意。毋是内裤的部分，是粉art的部分。你若是介意内裤，我嘛不要紧啦，我袂干涉。毋是你倒一个人无穿内裤，内裤是个安怎呢？无是讲你介意内裤。你若介意内裤，我嘛主动啦。你无犯法，你嘛摕我无法。对。我无都测人介意啥，介意内裤嘛是爱甲尊重。要用。无说伊做了4件钱。是安怎要做钱？因为我要摕因为我本物件。无说伊饲了伤济。无要紧，通一人一支。感情袂离。嘿，对。斗遮久才好。嘿。甘蔗来放伫食物件。黄的内裤卖啦，内裤卖黄的啦。系啊，卖黄的，有足侪其他的色通好拣。内裤感情修好，细菌嘛会互相搬厝卖啦。感觉听起来真奇怪。大哥。但我袂堪字，伤刺激啊！这对人类要伤早，对不对吧？我知换车人不要紧。换车人不要紧，换车人敢有咧穿内裤，我毋知。毋知呢，爱看。东大东内边迄个换车人敢有穿内裤？啊，倒一个？网咖的东大东。对啊。哎呀，迄我毋知咧，迄我无啥物注意。应该有看，应该有穿裤。我。那是裤。你有穿裤了？我讲说就无我是讲因就是。我第一季内面有出现啊。
哦对吼，就是要食金蕉的大车人嘛，迄我会记哦，迄出啊，我会记，嗯，对，你的我互我数一个，我会互你数一个。我看到第3集尔，我还有咧看。我感觉我可能伊变形较好看，伊无变形看，哈，伊无变心嘛，做古水啊！无我感觉就是死肥仔，所以，你毋是讲啊，讲伊无变你毋是讲形就是，男主角，对，是男主角，我讲伊无变形就是死肥仔。哦啊，毋过以otaku 的标准来讲，已经生甲足好看。我安尼讲敢是得失所有人无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伊的角色嘛是设计了，我感觉我可能较好看呢。我感觉伊嘛是设计甲真古锥啊。我爱伫想着新八看字，起来无介巧安尼。对，我是想着新八字。哦，哦，好，安尼红菜头拢收好啊，这个我有一个大金蕉，迄迄出。你啊，迄个花讲，花是会当捌的嘛？花会当啊，这只，安尼等我，等我礼拜食，我要来种花。好啊，花啊，嗯，我来放花。这花嘛，真紧就会使种，用骨头敷就会使种花啊。铺，嘿，对。骨头糊，骨头骨头糊，就是肥料啦。嘿，后来就是骨头糊，就是这骨头糊，然后我你看，来骨头糊啊，为涂骹安尼用者安尼，就真济就出来，哇，啊，还有花，啊，用水就会使甲伊呛掉。哦，对安尼，啊，你要进水，伊咧爱，人类拢是看花蕊的。我甲伊解决出来。哦，是安那有鸡卵？对啊，我头拄仔嘛咧想，毋知影像咱四界拢有鸡卵，哪像有鸡头走出来？啊，毋过我已经送伊去一个更较好的所在，所以应该是好。应该是袂阁出来啊。嘿，啊，一包位的鸡走出来，无可能是蛇过来的，就是为外地来的鸡啊，对，鸡仔囝，我来种，看起真歹呢。敢是安尼讲？无啊，那有我歹。们感官拢是偌济啦。到位我种，哦，西人可乐，对。来，过来，毋食姜丝，敢会当还是袂当？不是阵仔内底伊就在袂叮当，船顶面的迄两只，知影是安怎伊会走船顶面？应该是袂叮当，要毋佫过袂牵手呢？系啊。伊甲我拍。哦，啊，毋过我若为伊后壁来伊就，会甲我拍。啊，无迄八只。有两只为你后壁来。哦，搁一只，好，真好，安尼搁一只，上船咯，上船好上咯。两只呢，上船。这是安怎啦？大家做伙小酒来佚佗哦，游览车呢？游览车。哎呦，去一个更较好的所在哦。我袂无听，后世人莫搁做公司啊，拜托。准歹去。船啊，歹势，我拍了毋中意。落啦。是，啊准呢，歹去啊。船伫我手头。呵，看要囥倒位，你欢喜就好。安尼，囥我现在囥。但我说，看
看者，我有啥？我想讲念名应该佫会使来去头拄迄空来学学诶，小看者，敢有啥物物件？我嘛想看卖，我个会当创啥？啥物爱看？有啥物爱看？这应该。我知这个单位。伊都讲诶，迄厝。银城离合站，我之前有看过。我感觉伊后壁有一个，就是讲因敢若就是要去三渡川，了后就是半路互遐弄死迄部迄个部分，感觉就就讲感觉就感觉就可怜诶。也毋甘，就是迄出嘛，真应该讲现实，应该会使讲现实吧，就是现实毋对。拄好嘛有讲，迄时阵社会感觉个对野生动物仔的保护迄款的，因为意识无遐强，迄时阵。嘿啊，悲伤嘿啊，真悲伤。哦，过来学空。哦，有炭。有炭。有炭，嘿啊。空内底有炭。哦，好，我来研究看看，咱做啥物机器。咱要做一个会当修行的迄种机器无？还是？好啊，我嘛感觉袂歹。等下你这个有法度做吗？哪有法度做？其实就是有迄会使，毋过毋是咱伫外口看迄款，无遐现代。无遐现代。嘿，足简单。对，就是伊内底有诶物件，咱家己小改造者会当互咱做是较轻松者安尼。哇，这可能要后悔啊。继续好康无毋对。是放老话讲遮去，无要紧。即马来放大家会使3句内底会使加3字，垃圾还是粪扫拢会使。这 YouTube 吼，都是欠人骂啦。伊就是上爱人骂，毋才会安尼。伊就是抖 M 啦。我实在无欠人骂。你就好伊刚才阮是讲台语无，伊若听着阮就方便调啊。应该是袂。若无伤歹，应该是袂啦。哎呀，毋是针对伊安那，伊就是真正有人试出来，就是爱拍这两字才有用啊。那个抖 M。有影。对啊。进前嘛，常常轰炸去啊，这就无法度，这就 YouTube 就毋知是倒位，毋知是倒位咧上呢。我嘛是真歹。好皮疼。有影。一讲无红梅，感觉怪怪。所以你怎咧舞迄个修行的机器啊？无，我伫下骹学空。我想讲，可能喺后摆才有机会，今日看。后摆无要紧会使啊。时间可能较无够啊。哦，下骹空嘛真大呢。敢是大空。好。YouTube 收强散钱。哦，等下。无代志，毋是讲对面的代志，毋是对面的，我是不是不讲，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定喺伫对面啊。
无啦，无代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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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个啥时间都无代志，讲讲的尔。真个啥时间无代志，我有听唔到。啊？啥物？啥物鸡卵无代志？啊，是我听唔到，我听唔到。我想要食够水了。因为我即马手头一堆鸡卵，看啥物拢鸡卵。哎呦，小蛋念你照镜，哎呀，我嘛是鸡卵。鸡卵是鸡卵的意思。对。哦。你若听到的音变做就是迄个 Q 啊。对，就是咱伊利 Q， 无啦，就是伊利惯势的 Q。对，我较惯势 Q 啦。就顶回讲的，水水软软，食饭配落软。你若袂爽，摕猪肚我骹喙。好，安尼有句。佫有啊，这句啊，你面写美丽卡。啥物？一粒卵，毋是卵是卵。我想者，我看者，古早讲，想要问好好头拄则讲的台语，毋过三不五时就会听人讲意大啥物？意大言啥物物件？是毋是根本是黑白讲？无想要发录音尔。哦，语的部分是会听到有人讲台语，毋是台语。对，就甲囡仔甲囡仔共款啦，就是这意思啦。我感觉是讲，敢是较频繁发音尔。若是少年人有诶是听袂出来迄个音呢？我知影有诶人若是有人嘛讲，真正听袂出来。嘿，毋过若是有学过，嘛是照常讲语，迄我就会感觉讲，敢是频繁。毋过有诶真正是听袂出来，还是佫有就是听会出来，毋过真正发袂出来，嘛是有。嘿，嘛是有。囡仔做侪拢黑白，毋是黑白啦，就是无啥知影讲到底啥物是正确发音安尼。嘿，而且也无真足听，也无就是对，像你头拄讲啊，有诶就是伊听到诶就是毋对诶。对，听了毋对做侪，因为因诶爸母，即摆国校诶学生诶爸母有诶嘛，可能嘛真少咧。嘿，嘛无啥。知影讲，若无上过课嘛是读了毋着音去。迄无法度啊！其实讲我嘛有一寡词的音，我嘛感觉讲，敢若是发了毋对款。我嘛定安尼，就是讲出来时阵会做无自信，毋知影讲会对啊毋对，佫真正毋对。因为我较济就是含阮厝内底时代咧学的，所以讲我就听因仔讲，我就安那讲安尼。系啊，嘛有人讲啥物状况是毋对的，爱讲状况。这我毋知，我只听过状况尔。我是。哎呦，我晓得。就是我是真正有听过有人讲状况，毋过嘛听过有人讲状况。我是较直接讲状况安尼。对啊。我毋知叫咧网络，网络，现在知影网络。无代志。我听因囡仔安尼讲台语，安尼就是讲伊还袂学着啥物是较正确的发音，敢是安尼讲。嘛对啦，嘛对。我都对。嘿，安怎？看啥物档？你讲我吗？我我我里边，无要甲我跳的物件会多啊，我嘛入去啊。我已经摸到里边。我搁走到别空去啊！哇，足认真呢！一空真大呢！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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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少年都走啊！哦，真正是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，歹势，我袂掉家己的嘴啊！别，佢哋就是来练小话，无来练小话，对啊，练小话才是重点。系啊，哎呦，那个字，那个字啊，像，动，哦，对。是拍这招，咚锵，咚锵。对。哎呦，音乐家伊利哦，你唔是晓搬迄个卡祖，敢是读卡祖？哎呦，厉害啊！我刚才晓搬鸟啊尔。搬鸟啊，无唔对，你无听唔对。等下，迄 Discord 内底敢若听袂着吼。我听会着咧。听着，我讲听有。其实这无讲介困难嘛。哦。你有？我看伫咧，哪里个？有啊。我介伫咧阮的社团内底。好。我看到。拢会使。大叔拢安尼讲，这无啥。无，这真正无啥，这通讲话，会晓讲话就会晓。我看伫咧，佮讲得无像啊。真正啦。我看伫咧，逐个橡皮窗口遮。好啊。鸟啊！我看一个，总控是控制。什么控制？总控是控制的控。哦，所以爱念总控才对，敢是安尼？有时阵就会安尼，然后因就会讲，细汉时就安尼讲的，淡薄仔安尼。定的安尼啦。反正伊讲了嘛无毋对。控是华语是华语毋对去，原来是安尼。就是总控的控是迄个华语，华语的音看起的意思。看起，有当时真正会安尼。接袂安尼啊。对啊。佮有足济啊，毋过向要讲啥无？系啊。我嘛定诶讲毋对啊。毋是控是，毋是矿是。呀，什么不是矿是像？矿什么矿？不是矿。我嘛看无。肉酱。啥肉酱？莫讲肉酱啊！什么是肉酱？肉酱就是孔子的学生啊。对啊，自助。对啊。有啊，你跳换，我有看到啊，换图啊。有哇，这有派，是啦，是，这真正会使迄个拍一棍1000箍，会使。这赞。哦，伊你介意这款哦？水啦，真好看。对，这个有富豪的，有富豪的气质。哦，干嘛呢？哎呦，这是本来总控哟，本性。哎呦。哎呀，我知影，即马像袂使来食。有影。食咸食好，毋通食着饲好。水，水呢？有，这袂歹，这真袂歹。有，水啦！好佳哉，我头紧糖了较紧。厉害。8分。耶！起码要互你100棍，加载。100分啊！若要100棍，我嘛。
你嘛赚到一棍1000块呢？对无？哎呀，有诶，赚到。我那真心怕阮的好朋友咧，对无？哎呦，那我用请的，你敢袂？你真讲愈来愈信诶，你是安怎？食着喙暖，食着喙暖哦。你是食着喙暖？夭寿哦！无，夭寿哦！无啦，讲算做尔啦。哎呦，你啥物毋学我即款呢？你安尼敢对啊？那毋对。哎呦，学歹拢是学上紧的啦。哎呀，干嘛你讲？哎呀，我著歹啊，无毋对啊。100几分嘛是无俗，毋是分啊。你嘛真系讲，毋是博的分啊。救人哦！好出很哎呀，要命！华语也是壮相票，唔知呢。好，可是安尼，可是安尼讲个，我唔知，这我毋知，我华语无好，我电脑，我学英语的，无啦，你学英语啊？哇哦！我是学英语的。Yeah, so maybe we can do 海信 in English. 哦，streaming 啦，海信。海信，你含日本话做会讲？海信是日文。日本话来啊。日本话系啊。我就想想袂起来。Streaming 安怎讲 ？Wow, we are very international. Hey, that's right. That's right. 哦，我其实想袂到会讲啥。我其實做想要，就是我毋是有迄個 Now Calling 的迄個節目。係啊。我其實一直做想要做一個國際版的，就是去找其他國家，我毋知有送要來啊，大家應該攏無想要參我。在泰國的你會當主播，你若有興趣，會使試看嘛。我反正明年來做看嘛。你唔知我都請到喎。水呢？時間嘛是愛調好睡覺，一定會有時差。係啊。我就想要看 mini 呢 ，mini 就夠濟嘅。你只上次一個小無路。像大尾我無法度。大尾無要插我。mini 呢？我毋知伊是啥。唔該曬。咁請有。會使問看覓。我感覺真無用呢。我其實嘛有想講，那我可能應該是，其實我原底號即個名，就會想講，我想要招一個足大尾，啊人看到我請到即個人，就想講，幹那有可能。一開始是安尼想的，啊毋過我猶無即個勇氣。會使過來試看。哈哈。試看覓啊！試看覓就知。哦，應釘。哦對，寬寶啊，應釘對應釘。我足濟人攏講應徵，我嘛是。我用印爾。啊，水。因為出來啲人講，攏講印頭路啊，所以我就。對。啊，你總控就講總。應徵哦。係啊，應徵。我講應徵。安尼我解釋。我會記你看書底是敢若應釘，釘嘿。啊，環保我嘛是會。足濟人環保啊，還有啦，傳統啦。其實應該是傳統。係啊，我就是傳統嗎？係傳統就對。有人會講傳統，足濟哦。傳統，我知。一人講傳統。我是攏慣，所以講我去注意到這種代志。哈哈，即擺做一個技能歌誒，水。毋是講迄甘蔗咧做冊，即個甘蔗做這，甘做這吼，已經會使浪費啊。好，那不要緊就好。食甜甜。細盒啊！食甜甜過好年，過年做甘蔗雞，對啊，甘蔗雞嘛。如果咱媽閣有迄落甘蔗蝦啊，
唔捌食过呢。是哦，有可能黑暗底，敢若黑椒咧。也是泰国菜。迄个甘蔗鱼，黑啊，甘蔗鱼，黑啊。哎哟，一个人食一粒鸡卵糕哦，有够大块的，哈。那是活人。咁是活人，咪是泰国什么？活人哦，嘿，我安尼记了讲对。呵。你有当问看觅？我会当问活人的人要安怎做？恁遐有志刚是敢是志刚的是？顶回有听到你讲迄落，看到你迄落越南站，我看嘛真好食款。我是奉上拢是日本话的。食袂惯死。哎呦，一种迄个啊，食起来甜甜，直接当时食起来就甜。内面佫有食着一个绿豆，这是因家乡的口味，但是我是较介意因的法国胖。你法国胖，我介意。因的春卷嘛真好食啊，因越南春卷嘛真好食啊。佫有啥？汉堡，因汉堡就有闲的时阵会通做伙去阮即边的种越南的小食店，传去遐食。传去食因家乡的味。因的佛嘛真好食。佛好食。够好食的。因毋过你无食牛？会使食猪吧？因有迄种是迄个牛肉要切，就是迄个汤落去。台南的牛肉汤，小想做小想嘿。我知。去过台南食牛肉汤，讲遐排队。无试过，无机会试。我当不能去，我去遐看。我无食过，看看啦。我嘛无看过。食就好啊。听讲真是用烧水去呛。烧汤来呛迄牛肉，牛肉就半生色，不哩啊油，就油啊，好食。但是你牛肉，阮先嘛袂使煮烧久，会烧润。烧润，对，烧润。迄都是呛落，就会当食。对。生化牛血食上青的，哎哟，听起来袂歹。虽然讲我高用，计使用看尔。不要紧，互目睭食。对，我大概拢是看用目睭食的，所以讲我搁知影倒有通食尔，我袂使家己食。真新鲜诶！你敢会想要去倒位佚佗？我想要去。我下港，想要去下港佚佗，因为我不哩介意下港的迄种食的物件，佮通去的所在嘛真侪。之前有家己去过台南。高雄我无去。高雄嘛真好呢。不该坐迄阵呢，迄阵就好耍呢。我嘛真介意高雄的感觉。讲袂出来，是一种气氛。就是人热情，佮好斗阵，物件佮好食。无毋对。我毋知，敢是南部的人客人较会互人开讲啊啥？应该嘛是有。我是感觉有。因为我咧上就是临间上班的时阵啊，就有接到一个阿姨就甲我开始讲哦，伊要订物件了后就开始甲我讲，因兜是安怎？可能是因为是阿姨。无人通讲话，所以来找你来讲字。我之前做咖啡厅的时阵嘛有即种人客，就是毋知影啥较济话。我钱查某囝帮伊订啊，啥物啊，开始甲我讲遮个话。
嘛真好啊！我讲啊，上班还有人陪你开讲诶。想无我是安尼想诶啦。我感觉我就无用诶。嘿，做无用诶时阵较袂爽。我感觉讲你若要讲，你爱看人，因为我今日行其他人去买猫仔罐头，我咧看物件边仔迄店员就开始甲我讲话，我就好啊，我本来想要家己看，你莫搁讲话啊！然后我去垃圾。伊嘛咧边仔伫甲我讲话，我想讲伊是甲谁讲话，然后搁看一下，原来是甲我，歹势。我就无想要应该感觉不了恐怖。我知影有迄种。无是啊，就你嘛无讲，小姐啥物你无讲，啊，就是啊，伊就直接安尼甲我讲，我想你是甲谁讲话？讲安尼，伤热情啊！哇，伤过热情。我感觉恐怖诶。我热情到无顾路人诶感受嘛，毋是讲做好诶。我就完全拢定无想要行，无想要行，因为应该就看会出来啊，吧？我知影有迄个，我知影有个店，伊是迄个，但是咱要去店内底买物件诶时阵，毋是会摕迄个，可能换一个拿对。啊，我知影有个店伊拿就是2种色，啊，其中一种色就是你会使甲我小改，另外一种色就是你莫甲我插。对，这袂歹。因为我之前，我有信众甲我讲过，伊是去迄种卖衫诶店，你入去啊，店员就咧后壁只开始聊，就开始讲伊摕一件衫，就开始讲这件衫安怎，你摕这件衫就开始搁开始讲啥。恭喜你人就，我直接走出去，我讲免歹势，按这大诶，歹势我惊唔着，我会惊呢，是唔着我会惊，这我真会惊。真正诶。所以讲就是搁拄着今仔之类，我就讲，好啊，莫搁甲我讲话，我无想要讲，你差不多。袂晓读空气啊。应该是讲我挂喙红，所以讲伊无看着我诶面是足臭诶，他就过去。那挂喙红就人就唔知影你生气。对啊，我就无想要应啊，我就就不要吵，就不要吵。我就甲手举起来讲唔免多谢。我说我是就有礼貌听伊讲完了，讲好，安尼会使好，免谢谢，那就到了。会使食边仔四卡汤，哎呦四卡水哦，多久无食？系啊，我开食四卡就水鸡啊。你拢食倒位四卡？倒位有四卡汤？头拄仔讲啥？神话牛鱼边啊，还是倒位？哦，台北嘛有呢，我就台北有，艋舺遐夜市，夜市敢若有咧卖四卡汤。嘿，有嘛有蛇汤，蛇汤甲四卡汤敢若是有做伙诶，还是？哦，算是类似诶，同一组诶。嘿，对。伊遐毋是什么沙产，就是拢咧卖山顶较有诶物件。你是海产吗？就是沙产呢？嘿，所以我就无啥较对。蛇我毋捌食过呢。蛇我嘛无食过。有淡薄刺激。我嘛想要试看卖，佫有蛇血，啊，佫有蛇啊，听起来足补诶。外补咧，听起来有够补诶，补甲流鼻血哦。对，真正会流鼻血款。是啦。我知阿慧有两卡啥物？无啊，我哪有卡？无我其实我有几支卡，主要是看阿峰画我诶 fan art 诶时阵画几支。若要8卡嘛会使。对啊，你要10卡，我嘛是摕你无法，我嘛袂安尼。最低度。对啊，你画互我嘛是接受啊。欢喜做甘愿做啊。伤济啊啦！我头去互你看，哎呦！富嫂啊，讲食鸡仔汤搁半价，好真迷人。哎啊，我水着。
就是正港的即个或者啥？佚佗人，敢是安尼讲？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安尼袂山歹。顶的高山，共一顶，蛇汤甲四骹汤，敢若是共一顶汤头。想要补骹变毒啊！哎对呢，有理呢。对。哇！安尼我讲迄个笑亏伤冷的时阵，我就变冰毒。对呢。哎哟，冰箱换冰毒啊！我去摕起来来吃，我啉着。蛇遐好做山梁，哎哟，嘛是有理呢。我算，鸟食四骹，人食鸟。抓。蛇。我头拄仔念做啥鸟？不是，我听了毋对。手指高抓，无啦，无。我白讲诶，无咧无。那跟你已经关系啊。哎对，不要紧啊，也水啦。讲笑亏讲甲冷着，逐个脑火拍落变冰灰啊！哇！摕落就摕落啊，为冰毒变冰灰。嘿，水摕咧。我头拄仔食饭的本事车，险啊要车倒，无车倒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哦，一两三四惊着无代志。哦，照食糖，我真实在无啥会晓分。早起的鸟仔有糖食，有糖食哦。有糖，真正有糖食呢。对呢，有糖食呢。毋过爱看糖嘛有做伙起床无？对啊，糖无起床就枵着。会无电啊？会无电啊？对。会要欢喜啊！对，会要欢喜啊！有迄个做讨厌的迄个呢？咩 ？Ender，才有 Ender。伊若莫拆厝就好。我都惊伊拆厝，我上讨厌伊拆厝。安尼放一箍碗？不要紧，我有无限的性命，会当甲伊拼。我来做伙拼。咱有金龟吼，金龟若滴落就毋惊，袂解。毋过你甲拍伊，要是会拍吼。系啊，毋过伊是走大地，呀，爱倒拍。所以摕着迄个对啦。哎呀，有啊。是啦。就坑诶，收起来。要出来，要。水啦。在学校做一物件来用。水。金龟无啥解，金龟要挂头，挂伫头挂，毋是要食，要用诶。地头壳顶面诶。等下就到，毋过会小看歹势，无要紧。当然都无问题啊。不要紧啊，是伊咧歹势啊，毋是阮啊，毋是咱啊。这毋是我讲啊，这毋是我讲啊。我跟你讲，来我解互恁看。我即马敢若画你项 sample 尔。啊，我项伊哩也袂画。哦。你死搞刚。你讲叫我放起你啊。安尼哦。我个人要是生较足够水。等下哦，等下哦。我看到。来哦。我看到啊。等下哦。你谢谢。好，我来走，我来想者。倒卡手无？等下。免，我走等都好。好。金龟蚵仔火锅，这我袂使。
这我会直接扁去，扁去。我无爱食。嘿，我无爱食。应该不是会使，但是蚵仔无蚵仔不是蚵仔，那个蚵仔我无。嘿，那么但是唔知我都无看到嘛。真好水呢！哇，佫想要乱讲话。无啥会讲嘛？要讲啥？请讲。是安怎？咱即个放屎有一个较文雅的讲法，或者种蚵仔咧，就是因为蚵仔伤歹食，食起来哪屎。咁啊！你莫有白讲，这是真是有白讲。真正有蚵仔人去蚵哎，不，讲真实的，我其实是会食蚵仔的，我会食蚵仔。我是无咧食，所以我毋敢安尼讲啊。我有食，啊，毋过我敢若食甜的，嘿，啊那咸的，就是伫佛跳墙内底会使，啊，毋过火锅就是。袂使嘅，佛跳墙会使，火锅我感觉怪怪。伊嘛你内底嘛洋意啊，所以讲会食火锅袂使，爱真贵。我冇火锅绝对袂使。我懂，我惊你，我看到，我真正会得失到人。我看你看。迄落火锅内底蚵仔丸，你是知？啊，火锅有一款真可爱的蚵仔贡丸。我想讲，伊点是啥物龙虾卵还是啥物？啊，就咩几啊？了，真来煮了。哦，零蚵啊！那边是包啊！我操！有一款贡丸嘛是内底它蚵啊，结果顶一摆我食着无想着遐济，想讲迄色水拢烧有咧咸。有对。结果食落蚵啊贡丸，真看无啥结果我直接无法度。凉毒有够凉毒，你实在恐怖啊！咸两个，啊这香肠，蚵仔丸，香肠，这是我会小找者，这字是啥物？我嘛毋知这啥物意思。香肠哦，变酱的哦。变酱，迄酱会变出来。变酱哦，我嘛袂使。变酱我上讨厌变酱，啊，佮甜的，佮煮伫火锅内底，无一定爱蚵仔，有迄个。你讲，你若食姜酥鸡，敢会点乌龟？迄会使。我袂。你若完全是甜的，我都会使。我绝对都无想要食。讲乌龟哦。我是。那蚵仔我无想要食，毋过之前有食过，还佫会使啊。哦。但是我会食就是中包种姜鸭卵磷迄种。哦，迄我丸，迄我知。迄种我就会食，就是我嘛是看心情。我修正。迄便当内底有当时会加，毋过我无啊，普通啊尔。我是乌龟，我无食啦。头拄讲毋对，我计是你讲迄个蚵仔饼，就是迄个伊就是饼，啊内底有迄个。乌龟壳还是啥？还是乌龟壳，乌龟我袂使。乌龟壳我会食，毋过袂主动去点。我食一个就差不多，我袂去食第二个。有试过伊的味就好啊。对。那啥物味就好，无了后就无想要搁当。无毋对。有试过，确定无介意。细汉时间，阿姊互同一个安亲班老师硬饲金龟汤，内底有足大地种，哪好互人逼吞落，哇！有个人会讨厌迄个一寡食食，真正是有时啊是。拢是互逼嘅。对。嘿啊，真正呢。加在我无，应该无。我敢有互逼人逼食过啥？我煞袂记，应该是无。我较好命，应该是无啦。
应该是袂逼人食物件，阮兜狗逼我读册尔，逼我读册已经真忝啊，所以讲食物件应该是袂啊，哎呦，小姐无偏。对啊。无做过。哈哈，我就无即种问题，原底就无偏。那我讲咯。保持者。那我讲差不多更细。哇！哦，即马够好啊。真正袂囥火锅。哦，粿条袂使囥火锅啊！粿条若囥火锅会变一锅。哎呦，恐怖！我就无法度。规个火锅就变做一块粿条。乌龟咸酥鸡条一罐甜酒赞，哎呦暗暗乌龟条够酒啊！我唔知呢。乌龟条我哥食过胡椒盐的。啥讲当泉酱啦？佮想看卖迄甘甜。我冇食过呢。阿峰啦，阿峰搁咧乌白讲啊，你当泉酱是甜的，你上好是甲我食普林南当泉，无我感觉你做会到，因为我那像嘛做会到，所以小蛋，我冇食过当泉呢。当泉好食呢？咸的吗？你毋是咸的？咸的，咸的啊。敢有算咸？得小块会咸啦，咸咸啊，咸咸咸咸。对。食迄个做配炒面。食看卖好啊。其实你毋免去台中嘛，食有哦，应该啦，应该是。啊，有咧，只要你愿意食。有以前有啦。系啊，你若调工去买就有。啊，就安尼。听讲台中人食迄个卤肉饭嘛爱。要食啥物拢爱加吗？系啊，炒米糊，系啊。好可能。食鸡卵糕嘛，无啦。我白讲，咱有迄种诶咖啡呢。啥咖啡？当泉咖啡哦。炒米迄咖啡，有当泉咖啡，真正有看到迄个相片，毋知倒一间店诶出头。我是有看过当泉伫做迄落酒。就是哎呦，哎呦！然后我食过只感觉好食呢。食过啥？当泉咖啡？伊顶面是讲伊是土豆，但是伊内面无土豆的成分。对，伊无土豆的成分。无要紧啊，老婆饼嘛，无老婆嘛。那有就嗨啊哦！有一款日本出的，就是有啊，就是内底是人。你的乌是哦，你的迄个。哎，对，就是。哦，原来是这款哦。角色的图来。哦。店家合作老婆饼，就是你的老，你的这款老婆饼真正有你的老婆。哎呦，恐怖！无啊，就是图甲张卡片架伫咧迄种。镜啊！顶面是伊的乌丝的图。图嘿，对，是款。迄款嘛有人合作老婆饼。你若欢喜，嘛使合作老公饼。有影呢。对啊。周边毋知要出啥的，毋过迄爱申请，袂食实爱申请。迄爱申请，迄爱若是爱做食品的，就爱小。咱来照规矩来啊。嘿啊，袂使麻烦的。要出，迄爱检查过，爱检验过，检查过。但是毋是有种鸡卵糕顶面当画红啊？嘿，说画图嘿。迄嘛爱申请。无是讲你网络，就是咱若是 VTuber 周边要做这，你网络爱袂食实，你爱申请过。无你若检举就足麻烦哦。嘿，爱正是爱有迄个，对。爱有照诶。无啦，我无想要做，我无想要做食品。我都看过个太极。嘛对。当泉就是啥物拢会使问，毋是当泉是因店诶有海星是有有店家分店啊是咸诶。当泉酒就是迄种啥？
Bloody Mary，伊个 Tabasco 换做当泉，伊就名就号做Bloody Mary 啊，就是有一款酒的名，调酒的名叫做 Bloody Mary，啊，伊甲伊咸的酱原底是可用 Tabasco，啊，台中的甲伊换做当泉，啊，名就号做。伊是 Mary， 布拉迪的市长，台中的市长妈妈安尼，迄名我无袂使讲出来，对，是语讲会到。我就是杯，嘿，哇，迄嘛真神奇。安就是当泉酒，敢若用酒个用春个提酒停酒来啉，毋是，调酒。哇！头拄啊，咱君爸讲无想要出食无想要出饼，咱伊度就伊讲伊有证照啊，结果讲无爱出，结果算电到。哇！无啊，你怪心情啊？若讲半路你若袂上食了安怎？你告诉我安尼嘛废气啊！毋过有证照就袂使，较无遮个代志。嘛是啦，嘿啦，嘛是啦。军北个周边应该是免烦恼啦，有迄个军头梗啊，个迄个肉大梗啊，看你爱倒一种梗啊。看你要送倒一间病院嘛，会使先注文哦好。病房就先甲你订好啊，足方便的有无？啊，毋是。哇，我真正是商业奇才呢。是真正是奇才，家己报。无人想过这种代志，你讲电到你是惯是毋是马精神藏起来？对呢，咱会使先。啊，有伊个插头。啊，位啊，嘿啊，迄是上高级的服务呢。都一间要烧诶。系啊，若倒一间要烧也是。啊，个红啊，看迄个海种也是安怎种？还是种伫树仔底，也是要安怎都会使。迄个红菇里来做粽啊，徛伫海边啊，海边迄个地爱家己买安尼。哎呦，规套拢甲你传遍遍哦。讲贵啦，一杯1亿啦。哇，好谈。通听海音，佫会使扇海风。哎哟，若扇海风无够，军北佫甲你扇喙皮。哇，听起来享受呢，享受哦，享受啊！确定呢？但是中正字妈妈毋是。莫有别讲，现在妈妈就来讲你的尻川。哎呦，会惊！你听海，小等就变做明仔。明仔开来拢我。明仔就话咱去带海景地头牌。莫啦。我会惊。我只是一个乖卡的箱仔尔啦。不要紧啦，看我的台就知影我偌乖卡。我啥物拢毋知，我袂出道。你啥物拢毋知啊？笑无伊，笑无去。我想讲，这好在啦，台中的迄个妈妈应该是不要紧啦，莫去惹着，即马咧做指教的大就不要紧啦。我感觉愈来愈危险。莫讲啊！伊听有台语，莫讲啊！有你交代呢？我就变做水饺后要安怎？咱都这好白的水饺啊，还有迄个专属的水饺。我佫会使摕铺马路。系啊，我袂食一个水饺，看下啥物口味。惊啦！我酷嫂问讲，箱仔内底敢是乌生钱？毋是。开放大家赞助，互我有钱通去乌生。
哎呀，用嗲伊啦，别个。我在想，我说我来，我说我去。我说你有啥物好处？我无需要互你拍。会使头钱互滚目木。安尼哦，真好哦。系啊。那你若有拄着啥物歹人，我第一个先听出来甲伊报。啊，袂歹，这有影袂歹。别人先甲你报。哇，安尼袂歹。看啥物做歹人，我去甲伊收钱，就是迄个。我会使互滚目拍。赞。我不知道你要做啥。啊，我著趁迄个，叫做啥？趁卡米熊。不像。无啦。口咪熊。那你安怎办？那你安怎办？台中。哇。点播嘛，真好诶。哎呦。卖好现啦。我煞惊就是讲，别要出去。是等掠你去做示范就嗨哦。多一个示范就是中部站还是水饺？拢无啥好呢。拢无啥好呢。咪啦，我想要甲你联动呢。我个暴露，讲一个坑要用。哇！好，阿辉现在无电啊。若无电就通好来准备休困。好。哎呀。啊。差不多。好，安尼咱。安尼我先拔一个，连米就直接来。哎呦，阿袂。哎呦。安尼阿袂。过来一个。好。我直接等你等来，对无？喂。有天呢。有天呢。二姐。无啊，结果看到天啊！哎呀，真好喜安排。而且佫有火伫遮，我毋知是相差诶。哇，那可能是安尼，可能是原捌去过啊，咱家己毋知。咱敢到有一摆过哦。温泉来浸者。喂，好水。即种天气就是爱浸温泉。无对，小诶。小个真有效。健两哥。嘿，健两哥，食健两哥。我即摆你食袂落，我嘛对，你当出事，食袂落。嘿，对。即摆个礼拜。哇！今日嘛做这代志。嘿，佫发现一空新空。对，好空。好空到小报。迄啥物声？迄我啉物件诶声，歹势。我数饮料。你惊着？是咧。我想讲啥物声？惊着。想讲无听过即种怪物，哈哈，就是阿慧。想讲是啥物物件造出来是啥？无代志，阿慧造出来。记得阿慧不洗的造出来。好。我看一个，咱想着三个人行做伙，对着歹人，古巴头一个话，家己人，啊，然后拿炮钱啊打我。有诶面。会使啊。哇，有人讲。这是希望我会做吗？啥物？老师耶！毋过咱要结束。欢迎你来你猜？阿慧顺，只用等咧。是无，我即个饮料是果汁的，无牛奶的。果汁。好。不少有一个之前讲过水饺地下笑亏，你感觉菜水饺内底包是包啥物？应该是。搁想看卖。小等一个。土豆写袂出来，想讲是阿慧破掠
裂裤，嗯，裂裤是啥物？这是啥？敢是 zipper？裂拖链哦，我小吹一下。找袂到这字。哦，夹裤哦，夹裤甲裂裤，就是拖链无对。哎呦，无啦，我然后好好拢拍歹人拍赢，迄两个目睭刻刻咧相拍呢。敢有，我是毋知，毋过宏大我是会使考虑一下。哈，有人要帮我画哦。你真讲愈来愈信诶，你是安怎啦？害我感觉做袂怪事诶，即摆是安怎？我毋知，大家要笑做伙笑哦，袂歹哦。对，要笑做伙来笑。哈，毋是这个笑啦。哈，真正是。哇，怎么样？哦，应该差不多好来翕啊吼。来，会当翕啊。哦，大家辛苦，感谢大家来。多谢大家，我要来去内山，我啥袂。来，大家在。愈来愈真心来真正呢。无，毋是，我是。哦，你是安怎？现在讲诶。咱为着这节目的效果啦。拢是效果，为着拢大家效果。我拢为着效果，所以讲今日开始笑。对，一定是安尼。一定是安尼。平常时无法度笑，即马来放送，和大家做伙来笑安尼。对，大家放松诶，我来家放空松。笑亏无讲出来，无准算，无法度来迄水饺诶我无法度讲。唔。水饺无好像恁讲偌久啊。好，应该差不多，我先来收一个。无问题。通休要休就通先休。我先收一个。安尼阿辉将要甲大家讲再会，感谢大家今日来耍。咱的我看卖哦，要选团啥？阿辉后一个海信就是聊天顶啊啦，后一个聊天顶就是咱拜五的暗时6:30，明仔载对明仔载拜三，无今日拜三，今日拜三。今日拜三吼，对，毋是明仔载哦，是我敢是设定毋对，夭寿哦，我稍等一定爱赶紧来看者。或者是拜五，是拜五，安尼是13号，对，是13号哦。13号拜五，是后日才有聊天顶的放送是6:30，请大家来收看第2回，或者啥清气淡药，袂晓读。你安尼就像啥物？啥五路天。对啊，迄个伊迄个聊天顶迄个 game 内底，伊就是用迄个风格而且伊迄个有请伊的地主来配音。对口敢有成？敢有啥物？还是嘛是有差？声哦，应该声就是当然是无共人的声，毋过迄个开口，搁有迄个。反正我就感觉迄开口足水的，所以就是袂歹。袂歹。反正就是大家爱记得看。我看者。伊讲伊利的会员的。迄是伊利迄边的开讲室。伊利红人打。是我一直等谁还是伊利等谁？我偷偷嘛咧等谁？可能最近我偷偷嘛咧等谁？对。或者阿辉今日个还是就到遮咯，就甲大家讲再会，拜拜。